Hello， 大家安安哦。我不知道我昨天是不是浪太晚了，好想睡觉哦。哇妈呀，我现在超想睡觉的啊！我需要大家跟我聊天，稍微让我提振一下精神。Hello， 安安哦，大家安。我的 BGM 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太小。又是一个昨天不小心浪太晚的联动。但是要说晚的话，其实对大家而言很像也只是小菜一碟，但对我而言真的还蛮晚的。昨天大家结束很像是9点30几分嘛，然后结束之后我们一样有在 DC 就是互道啊辛苦了，感谢啊，然后大家就是因为可能太有趣了吧，所以大家就是迟还在那边留在那边聊，然后大概聊到大概10点。真的差不多，大家才舍得就是解散这样，对，然后就是乌星他们也要去忙一些就是可能结案的东西啊，巴拉巴拉的，就10点好像还好，但对这一只朝9晚5的猪，那个时间我早就是已经睡死的时间了，难怪我今天早上我昨天浪太晚了，这个就是浪太晚的感觉嘛，对我现在很想睡觉我要斯密纳塞，不行，我今天有2节的歌回，你们应该是陪我一起打起精神，怎么会跟我讲晚安呢？对不对？怎么会跟我讲晚安呢？对不对 ？Hello， 伊拉塞，有左元伊拉塞，有啥干？有啥干？谢谢你们过来，陈峰安安，他晚安安，我先从最上面打招呼好了，怕漏掉。马哥伊拉塞，我现在看到甲盖莫桑，我都会想到之前我们在 Play One 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想用那个浪嘛，就是三点水这个浪，然后做一个主题，然后看大家会改成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名字，对，像什么流浪汉啊，什么浪什么啊，什么浪什么都有，然后甲盖莫桑就改成马哥不浪，就我一直记到现在，就觉得好有梗哦。水灵宝贝安安，潜水白熊安安，黑夜伊拉塞，然后梁董伊拉塞，洛克大伊拉塞，学姐伊拉塞。没有意外的话，我这个礼拜卤猪脚哦，你各位的肚子要小心哦。菜菜伊拉塞，浪薄荷伊拉塞，汉丁伊拉塞，公孙呱呱伊拉塞，Edward 伊拉塞，然后珠子伊拉塞，欢迎呢，欢迎。然后刘妈伊拉塞，怀特比格伊拉塞，神月伊拉塞，得基柱伊拉塞，你已经变成得基柱了。好哟，然后我看一下，有左元有看到，好，谢谢你过来啊，又跳掉了，等一下，聊天室，等一下，怀特比格，好 ，OK， 有看到，深红，这声音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迪卡吗？我的声音有不一样吗？我的声音应该没有不一样吧？我的声音应该没有不一样吧？追生者伊拉塞，然后降龙伊拉塞，扎安，你换新头贴了吗？有声继续哦，好。所以你的头贴我现在暂时看不到我现在有点眼盲，我现在整个大脑都还在那个宕机中。可以偷偷说要加什么料吗？那个够多的，我就是要给你们惊喜呀，这个才叫做惊喜不是吗？米尔伊拉塞，然后阿达利亚伊拉塞，备胎1号，晴天应该是晴天吧？伊拉塞，龙飞伊拉塞。然后浪雪伊拉塞，昨天熬夜的影响持续，对啊，我是一个熬夜熬不得的猪真的是熬夜熬不得的猪。可是昨天好好玩哦，昨天我知道你们都在聊天室，我有看到你们，但聊天室真的是妈呀刷太快了，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在一开始大家就是我们几个来宾不是就是叭叭叭叭随便讲嘛，我就是尽可能看到我熟悉的你们就是快点讲。可是因为大家都在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在跟你们打招呼，谢谢你们昨天过来一起玩，好好玩哦。念中文读音或者日文读音都可以吗？没有问题吗？好，谢谢你过来，希望之后还可以常看到你。你昨天是不是到一半就已经在忙了？对啊，我昨天其实大概9点的时候就疯狂打哈欠，我昨天已经有点回光返照了。对，但是昨天的状况下已经就是回归到就是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那个台语训练，已经牢牢记在我身体里面了，所以昨天还好，就是台语基本上就是没有到非常断片。对，果然那个。我只能说这个跟肌肉记忆一样耳濡目染，真的是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厉害。今天天气变冷了，没错，很想睡觉，真的水灵宝贝，我这个也是原因之一。你快要变成猪猪的麻将馆了，我知道你们在 Play One 浪什么，好不好？我有看到你们的截图。
齐飞飞飞飞飞午安，昨天放弃留言刷超级快嘛，没有关系，我知道，就是大家其实都会在我身旁的，对，然后也谢谢你们昨天第一台，因为就连我自己看聊天室，然后想知道聊天室状况的那个情况下，其实也有点困难，为什么？因为昨天的游戏。一旦我们去刷聊天室，我们就会看到题目，然后我们就是来宾都会想说，好，我们尽量那一段时间在猜的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看聊天室，那就代表说你们在打什么，很像就对，只能就是我们轮到我猜完之后，我才敢去看聊天室，然后去看说答案是什么，这样我想说这样才公平，这样对，但是还是尽可能的，就是还是会看一下聊天室在聊什么这样子。昨天人真的超多，留言刷很快，所以面线们默默的潜水了。昨天刚好跟熊熊你接力上来顺便渣，但主持人表示真不愧是渣男系吗？安内哦，是安内哦，不是啊，因为对我而言，我台语我听到我就习惯是哦，有安内哦，呵哦，我们家是这样子啊，我们家讲台语其实就是会有一个惯用安内你拿，啊今麦要去讲啥，呵哦。我乌啦，就是一些惯用词，就是拿出来回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昨天就是在题目就是库玛讲念给我之后，我就很自然我安内哦，嘿就鬼嘞，就自然而然聊天聊起来。Hello， 怎么是阿令的歌会吗？现在的封面还是阿令的歌会吗？小弟，现在的封面还是阿令的歌会吗？我应该是将会了，应该是2姐了。我的天哪！大型联动千万别在意聊天室，这样你会分心。的确是这样子吼。啊，黄介可以拉塞，听到生日快乐这个欢乐，嘿呀，我想讲，张到底是安怎是安怎会变得生日快乐？是啥会？什么？林刚爱玲生日快乐？对，林刚爱玲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是哪里？我就想说奇怪，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般田地？昨天的音量有点悲剧，所以没看完，看一下，你就关掉了是不是？真的吗？音量的部分我不知道呢。音量的部分当下其实我也不晓得是那个就是主办单位会怎么调这样子。买3张哦，阿里贝也 Q 哦。我这么呛是不是？我这么呛是不是？对啊，像涨什么股票，台积电的股票，然后就讲就贵，你别 Q 哦。对啊，就是感觉就是闲话家常，因为台积电股票很贵啊。嘿啊，北 K 哈是不是？应该是北 K 哈，北 K 哈变生日快乐是啥情形？喜拉多利，谢谢你加入猪仔专员。它有惯用语没有关系，跟你布袋戏的口音是啊，毕竟我小时候也迷了一阵子布袋戏嘛，对不对？所以我前阵子可以就是受到就是那个邀请，然后演唱那个布袋戏的，虽然说我唱的是日语版啊，可是就很开心可以跟就是大家逼鹏鹏一起算是cover 这首歌之类的吗？你这边看还是阿令，但是有人看是江蕙，我这边看是江蕙，没有关系，应该是跟之前的一清瑶一样，我待会再重新换一次。这边看阿令，好，没有关系。少々お待ち、ちょっと待ってね。昨天怎么了吗？昨天很欢乐哎！昨天欢迎小弟去补档那个公视台语台的频道哦，公视台语台的频道，我们昨天有一个很有趣的联动，这样子。昨天台视是很有趣，超级有趣，而且昨天超热闹的，聊天室刷不知道在快什么的。那么你们等我一下，我从后台稍微再把封面再上传一次好了，应该是跟之前一清瑶的状况一样哈。来，2姐，咱各来几百，2姐，真的这只猪真的这个夜熬不得啊，好训炮啊！这个夜真是熬不得的猪。2姐的将会，然后各位狼行安安，各位狼行，我昨天学到这个单字我昨天就是干嘛讲传给我之后，然后。等一下，为什么后台卡住了？干嘛这样传给我之后，我选用狼形是下回，原来是什么人猿日是？我想说，我传完之后，然后我还想说再去看一下答案，结果它居然是人熊。人熊为什么会是人熊？它的汉字为什么会是人熊？就觉得很有趣，不是人猿，居然是人熊，就觉得好有趣哦。T 亮伊拉塞，然后。还有滴滴绿的，哇！我们经理人滴滴绿的出现了，我们频道最贵的经理人出现了。午安。新秀2姨拉塞，
是公视哦，公视台语台，公视台语台不是台视，是公视台语台，好不好？公视台语台，YouTube 上应该查得到，是的，而且昨天基本上那个流量还蛮厉害的，所以应该是很好找。P 伊拉塞，大燃烧神教伊拉塞，星星或者是狒狒哈。啊，ゆひちゃんこんにちは，今日も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长得很像熊的人吗？我想说狼形怎么看那个汉字都不像是狒狒啊！真笑伊拉塞，恭喜台语台昨天统计超高，对，昨天统计超高。昨天那个乌星跟鲁星嘛，就紧张哎，他们真的很紧张，因为就是基本上在办这个活动之前，他们也是怎么讲？也是有一些关关难过关关过的状况，然后他们也真的很努力的排除各种状况，然后就是力邀我们这些就是算是逼碰碰，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对，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在我初配信的一个初衷，为什么会把自己叫成迪卡，为什么会在头上戴嘎吉德亚嘎 NC， 对，就是我头上的猪脚，然后还有台湾 LV 嘎吉德亚，还有香菜 Uber，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代表台湾的三样东西，所以就是当时我其实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初衷之一，就是希望也可以把台湾的一些文化，或者是甚至是我的破台语，是不是也能够发挥一点效益，就是把台湾文化跟台语稍微再宣扬出去之类的。但偏偏我是一个小小的个人士，所以我觉得我的真的是能力有限的，资源其实也有限。我也是经营到快要到2周年的现在，才开始觉得自己身边好像有稍微多了一些资源，因为有你们在，就不管是你们愿意就是帮我处理很多很多我不擅长的东西也好，还是就是一些关于这条路上的建议或者是一些提醒，因为有你们在，懂吗？这条路真的是一个人做不得一个人做不得的这个情况下，又觉得我小小的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推广这些可能台湾的嘎吉德啊，或者是猪脚，甚至是大家有些人不爱吃的这个 NC。 对啊，所以我就是在前阵子收到了就是主办的邀请，这个一定要参加啊，这个怎么可能不参加我就很开心说我这个破台语可以有机会跟这么棒的大家一起在公视台语台就是进行这么有趣的企划，所以超级感动的。昨天其实对我而言，大燃烧神教说你破台语那阿嬷不当安内讲，因为是这样讲的。我刚刚在 Twitter 里有分享说，程度是比较出来的，您知不？因为我们爸妈带给修贵练凳啊，他们就是操着就是非常非常道地的嗨考 Q， 而且因为他们是因是中部人，因其实不是高雄人，他们是在高雄工作。对，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出生是在高雄，但是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中部人，而且他们的家乡其实都是操着很道地的海考 Q， 所以相较之下，我对他们也就是破台语啊。即使我昨天那样尽量讲了，然后我妈昨天跟我讲说，没啊，你来个进步啊。然后但是他这句进步对我而言也是很冲击啊，因为不管怎么讲，就是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流利，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练邓啊，那个口音之类的嘛。会走路的资源对，观众是会走路的资源。黑曜书记官还好吗？你的面试应该很顺利哦。头上的是 NC 嘎吉德亚嘎迪卡丢啊，肩膀给你靠，谢谢水莲宝贝这个蹭起来好，怀特比格真笑，谢谢你们。然后康荡哥伊拉塞刘妈，刘妈说我很棒刘妈谢谢刘妈，听说你最近就是那个就是把自己儿子打飞了你的麻将打这么好是不是？碰壁啊怎么长一碰面叫我够好耍，然后碰面我就跟库玛讲接下面恁刚爱零谁力快乐的时阵有无？跟库玛讲疯狂在玩那个碰壁的梗啊恁阿嬷碰壁谁力快乐好有趣哦。什么猪猪啊，瘦死的什么骆驼比马肥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诞生的碰壁碰气，对，给我碰气。然后应该很常听到这个词吗？嘿啊，对，我常常听到，就是我昨天跟库玛讲在应答的时候，我就安内啊，是哦，嘿就已经很习惯啦，就是安内啊。
对，我们就是爸爸妈妈他们也常安内贡 hill 安内有 hill， 对，所以这个算是中部的吧？这个 hill 应该不是南部，是中部对吧？中部还靠 Q 嘛，所以是什么鹿港王宫那一带哦。我们那边也不太算，我们只能说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乡不在鹿港，但是是在那个园林某个地方，但是母汤贡，虽然跟尤姐他们比是真的比不上，真的比不上，尤其是我爸基本上他好像不怎么讲国语，所以你看看我小时候到底要怎么跟就是这一位这么传统型的大男人沟通，因为没办法沟通，所以很怕他。基本上可以啦，只会口试委员叫你什么寒假就哇，是不是？不愧是你黑箱书记官。你妈最近很凶，对我也这么觉得很凶。然后听说那个洪梦辰学姐也很凶啦，哈，但哪一个凶这个我不好说。幼稚园前是住跟爷爷奶奶沟通也是用台语啊，这就你台语还不错，但是单词也不是全部都知道，毕竟生活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什么有人耳濡目染就可以讲这么好？然后我耳濡目染，我就是很惧怕，然后非常的退缩。我觉得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吗？就是我天生害臊嘛，是不是？就是我天生社恐，你们都不相信。好，算了，被斗，自己讲的都心虚。所以刘妈，你是被打飞的那个吗？你确定？刘妈打麻将真的强，是吧？是吧？碰咖哦，什么碰卡斗，封面好像改过来。话说歌会呢，我先聊一下天，因为我现在很想睡觉。我先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天哈。然后大姐伊拉塞，欢迎哦，欢迎。然后 hill 是中部的县，南部只有黑哦，南部是黑，然后中部是 hill。我从小就是听我爸爸妈妈讲 hill， 也是听到长大，我一开始以为是南部的腔调，结果不是。神奇伊拉塞，阿里话讲伊拉塞，直接这样在阿里话讲呢。阿里话讲辛苦了，记得吃饭吼。南部的海口 Q 啊，不过我们知道南部的海口 Q 跟中部的海口 Q 是有小像的，不知道是不是像的。各位先总是要杂谈一下，对呀，昨天这么热闹，昨天太热闹了，想跟大家聊一下给共的关系啊。嘿，我马上更改哈，会不会跟环境有关嘛？也是有可能。浪波和你在问号什么？不是啊，珠子，你又在看什么？你在偷看什么？你在偷看虾回？要不要想想之前的精华吗？之前有什么精华吗？之前有什么精华吗？他们麻将都欺负你？不是啊，学姐，不是听说你也很凶吗？少无伊拉塞，心理恐惧爸爸，所以连带对台语不熟悉，这样跟你的英文一样吗？应该是同样的心情。然后布袋戏嘛是蓝亚安内嘛蓝亚这样吗？可是其实布袋戏里面用的台语，其实在我们口语上面很少会这样用惧怕英文老师，所以英文不好。我从小就惧怕台语跟英语，好没用哦。突然觉得自己很没用。中部海南部海口 Q 不需要赶快吼。我应该比较熟悉中部的海口 Q， 不过南部的海口 Q 应该是不知道它的差别在哪。最近在新手桌嘛，隔着网络呢，觉得那隔壁高手桌的真是坐下来，不小心就要起飞了。哇靠，这么激烈是吗？以前那种麻将4嘛，段位累积114分啊。Big 7伊拉塞，基本都是一听就听得出来吗？哇，有，其实柚子上次上 Play One， 然后直接跟屯妈就是尬聊台语，那个 Hi Call Q 真的有出来，真的很到位。虽然你不确定，但是南部嘛也有，真的吗？常有一些疑问有，或者是确定没错，对，你社恐，那在座各位没有人感觉到社恐，所以我才说我被盗账号啦。其实我不社恐。迪卡蓝叶，对吧？不是，我就说我台语不好了。我昨天晚上那样只是回光返照。几个月前跟什么他妈对啊，一听，对我妈妈只听就听出来这些还高 Q。都跟他们说你是新手了吗？你还打飞人家，你很凶呢，学姐。除了鹿港腔词，他唱调台语都还能沟通，是不是？鹿港有下面 Q 吗？鹿港，他妈是伊拉萨星辰安安。大人小沈，你对鹿港腔是有什么误会？我不知道我对于各个县市的腔，其实应该说，我只知道海口 Q， 我们家爸爸妈妈讲的是中部的海口 Q 的是安呢，对，但是其他的腔调我就比较不熟略。下次就是有机会可能可以邀请那个吴兴跟吕新武吧，来讨论台语之类的。都归阿月伊拉塞，我刚刚有先吃一点东西，不过歌回的部分我就不吃太饱了。而且昨天真的太浪了，昨天太欢乐了昨天太欢乐了，搞得我像精神力不太好，我想睡觉。
明业的台语是在宜兰学的，然后习惯之后回台北，讲台语时以前可能这个人不会讲台语，变成哇靠，这话那里公啥小台语啊你们？台语也真的要好好的学啦。我觉得我们生在台湾，其实有这个环境，真的要把它学起来。像我自己很努力的，还是把它学回来这样。台语在你在中华学的，中华的台语真正很道地，很道地。各地多少还是有点差异啊，那应该没那么夸张嘛。台语阿嬷教的阿嬷的台语真正赞。一次连上猪猪都欢乐到肯定想睡觉。对啊，因为我就是个人来疯的猪猪，我就很喜欢热热闹闹的感觉嘛，就是联动，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开心，观众开心，然后主办也开心，我自己也开心这样。所以那个时间你一路也是预录的嘛。不好意思，我最近我在下半年出现，就是我不可能出现的时间实在是那个出现好出现满那就是单随意的国。为什么是陈随意的国？因为那是没认真说中文方便这样子。你有伊拉塞，你台语是布袋戏教的，台语是布袋戏教的，布袋戏的台语基本上有一些基本上很中二，我称之为长大才发现布袋戏的台语怎么这么中二这样子。第一反应也是预录的吗？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我不应该出现在那个时间吗？是这样吗？那个是真正的我，真正我昨天真的在那边活动，相信我。我台语是跟阿嬷学的，他应该是云林那边的嘛。我其实很想要听你们讲台语，下次我们在 Play One 就让我听个几句好不好？就是你们那些不常讲台语的啦 ，A 人以外的哈，你们这些除了台语，你看想到你小时候跟阿公教你日语哇啊！说到这个，我的阿公也有教过我，但是他已经去当天使了。布袋戏的台语有人这种很文言嘛，有点难度啊，就是中二啊，就是又帅又中二啊，对不对？很喜欢说俚语凑人嘛。你讲迄俚语有无？嘿，例如什么？嘿啦，一个嘴红绿绿，这个也是我跟我妈讲的。什么？紫汽车来？等一下，太中二了。反正不带脏字，的确不带脏字。你不会台语吗？刘妈，下次来讲一下啦，好不好？那个鹿港腔的台语歌手陈随意是不是？他的鹿港腔极度重讲国语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可以去听一下陈随意他的那个腔调。以前有时候笑声还会跟布袋戏，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可以不要这么中二吗？而且我真的认真觉得，之前像前几年看到那个布袋戏，不是霹雳，不是跟那个就是反正有促成了一个很棒的《东离剑游记》嘛，然后还找哲野弘之老师过来弄配乐嘛，我真的觉得哇靠，神操作因为布袋戏对我而言，它其实日语配音完完全全是无违和感的，果然嘛，超中二，可是超喜欢。我那时候东离追得很勤，东马什么紫汽车来吗？对不起，我刚刚是说我看错，对不起。我不知道，对不起，紫气东来是不是？拍谁？莫斯瓦肯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眼盲的啊！我今天很想睡觉，对不起，紫气，对不起，洗漱环境你等一下的招式哟！哎呦，拍谁啦？哎呦，不是，不要再抽我了，对不起。舒华真对不起，不是我真的也很久没看霹雳了，不要这样。你看欧北龙龟的台词吧，西北子我爱快乐，我还记得啦，可能对的，而且我的脑袋还在宕机。研究跟日本合作什么霹雳图腾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霹雳图腾的部分我就可能没有涉猎到。台语受日语影响很多，的确是对我精神来了。想开，我没有想开车，我的开车当然是交给刘妈跟浪雪啊，对不对？东离真的是神助啊，真的是超屌的，超级屌，而且重点是配音员也都非常的神屌。对，我没有想开车啦，有刘妈这边我开什么开？是完全要哭了，不要这样，我真的很久没有看了。就是念什么老树的发音，受环境哦，不哈的细汉时阵就爱看咩？不是咧，不咧玩，无啊，对呢，刘妈的台语嘛就练凳对，而且刘妈她还非常的谦虚，说什么真卡囡仔，我想讲不是，这不是真卡囡仔的问题了，那我怎么办？我身在大高雄工业国，这是实实在在真卡囡仔吧？紫气东来，说真生死传说里面的招是吗？
すっかり忘れちゃったよ。要等刘妈妈先发动引擎嘛？刘妈引擎发一下啦。我今天没什么引擎啊，我今天没动脑啊，我今天没什么精神力。上一部很棒的霹雳电影应该《圣石传说》嘛？我记得圣石很久很久了。好啦。好，我开嗓一下。我的精神不知道回不回得来哦。我的精神不知道回不回得来。把我的精神力还给我。好啦，差不多了，这样聊一聊，我觉得差不多。我们来先暖个喉，唱个一两首。二姐，赐我力量，二姐。好啦，很开心，昨天可以就是讲很多很多的台语。对，反正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反正就是尽量讲。然后今天刚好就是礼拜一，用二姐的歌陪伴大家哦。OK， 是可以拉塞。迪卡有打算开圣石传说的游戏台啊？真的假的？还有游戏台是不是？刘妈车坏了是吗？好啦，昨天不晓得你们浪到几点，听说浪到10点半就散会了齁。好啦，没关系。希望你们今天有个美好的午后。来，我们差不多了。来，我跟你讲，我差不多要来安那，要来安那，用这什么？这是滤镜。这边怎讲？我唔知影。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か、みんな。とりあえず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よいしょ。罗娜いらっしゃい。好的，要进行我们二姐的歌回了哈。我可能唱完2首，先去摘花一下。我突然觉得我刚刚好像水不想喝太多了。谢谢你们大家过来。今天没有意外的话，也会为各位带来很多很多二姐经典好歌，我尽可能抓在20首以内。对，最近不要让自己太累，好不好？难怪会卡嘛！你们那边卡卡的，是不是？来，前面基本上浓厚的板德歌回哦，浓厚的板德的那种情境哦。行，来，第一首《蓝吹的 key》哈。没有意外一定崩吗？今天的我应该会蛮崩的，应该会蛮崩的吧？我在想，你说Shoots 还是 Shoots？ 我看一下哦，这个滤镜什么 Shoots。如果说我 Shoots 开着的话，我 VTS 一定也要开啊，要不然我的人会不见啊。我的人会不见，所以基本上都要开着哈。来，咱第一首歌就是这啦。浓厚的板德意味。我们先从我们浓厚的板德的这个氛围开始哈。我妈说这真的是那个张惠刚出道时期的歌曲。不想伊啦，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通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人生。离开我，通搁转来孤孤单，因为你违背我，无搁怎样转去，爱我只是想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想伊，不想伊，不想伊。
啊，我的卡拉 OK 跟我的声音balance 有 OK 无？安尼刚 OK， 刚有达到一个平衡。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通讲我无情放撒你，亲像你一个无情的人心，离开我唔通孤单来孤孤单，因为你违背我，无我怎样做意气，爱我只是险险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想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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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永远不想伊。我就是喜欢你们这样闹。前半段大概有几首非常非常的板的吼，来你们自己玩哦，吼，大家。请坐，大家家己用吼，大家家己来免客气吼。想要啥物包房就家己掏吼，还是要买遐茶遐有啦，家己来吼。因为你违背我，无我怎样做意气，爱我只是险险想袂开。坚强的女生，提出勇气来，不想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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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永远不想伊。塔马斯伊拉塞，谁知道伊拉塞？你说大小红妹伊拉塞啦，鼓励吧伊拉塞哟！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是。嘿，这是刚会的叫做唔想伊啦哈，唔想伊，这个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然后当我踏入 V 圈，我才知道说原来这首歌是江蕙的歌。江蕙的歌，对，江蕙真的是很多歌曲。哎，等下，怎么？哎呦，被大家发现我最近在听圣诞节 BGM 了啦！啊，没有，不可以，这应该不会被版权吧？好啦，但是还好，我基本上在歌会的时候我是不会开收益的，对，所以啊，被你们发现我最近都在听这个圣诞节的氛围，快点呐，再冷一点呐，快点再冷一点呐，我超爱圣诞节的，真的。杰卡伊拉塞第二次，杰卡，我觉得你还蛮爱塞奶的，有时候没被我看到，然后你就会想尽办法让我看到，很棒。我觉得很想要，就是欢迎我们那个新任，就是大概1分钟扳手，60秒扳手这样，马上被收回。杰凯，不好意思啊，上次不是故意的哈。来人支援，猫头鹰不见了吗？鼻子弟不见了，为什么？他又被打飞了吗？塑胶袋先藏起来，不然因为大妈要包菜。我跟你讲，即使你藏起来没有用，大妈她自己会带，好不好？大妈都自己带的，好不好？我们大妈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包菜，好不好？好冷哦，有猪脚面线吗？有，这边猪脚在这里，有面线在聊天室，欢迎随挑随选，成员伊拉塞啊，所以讲伊拉塞，去年也是热到圣诞节，真的啊！你不是上次才自己说出来吗？啊，也是啊，就不能演一下哦？干嘛戳破我？深夜读伊拉塞。鼻子弟跑去滴滴了是吗？好了，没有关系啦。对，你各位都是热情的大弟弟嘛，对不对？又跑出一点，我知道，好不好？好啦，就是这么鬼畜的时间，不管你们要滴什么哈，记得过来听歌啦哈。他都那首歌就是刚回的唔想伊，听说是出道前后的歌，代表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年代了哈。来，紧接着献给各位的也是可以让你们继续板得的歌曲哦。来，歌来，春意伊拉塞。其实我也在思考说，像这么板的氛围的歌曲啊，配上这个滤镜，到底是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这样其实还不太知道。为你醉过这
知影，爱你有偌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传统恋视的 feel 吗？居然还有佛跳墙。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偌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赶快抓鼻子滴，是这边的特色料理，听说很好吃啦，但是我是没吃过啊。马来西亚烤全鸡，马来西亚烤全鸡旁边刮好鼻子滴，听说好吃。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怎么这么好？有一鸡三吃，烤英国什么圆脸胖鸡，那个是什么东西？蒙古之蓝，哇，这个烤，等一下，养羊有来吗？烤羊上桌吗？我怎么不知道羊被烤了？好，这个是第二首歌《退烧的恋情》，应该也是二姐刚出道之后没多久的歌吧，应该吧。而且我跟你们讲，我前2天还在练二姐的歌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二姐，因为我觉得她还是很漂亮，我就问我妈说：“妈，江蕙她到底几岁啊？为什么我觉得她都不会老？”然后我妈讲了，我才知道说，原来二姐比我妈还年轻，代表她真的是，我妈说啊，江蕙她就童星啊，她5、6岁就开始唱歌了呢。What the fuck！ 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因为江蕙就从小就是家境其实不是那么的富裕，比较清寒，所以他们从小就要真的为了赚钱到秀场。然后因为她排行老2嘛，所以才会叫二姐。对，我妈又帮我科普了一次，我才想到，哦，对哈，我怎么忘记了？居然二姐比我妈还年轻，所以我一直看二姐的脸，然后奇怪为什么二姐感觉都不会老，原来她其实也不算真的很老。烤乳猪没有，这边没有任何烤乳猪啊，要回去工作了，没有关系，仕事頑張って。羊羊是最新流行的食物吗？我想芝兰粉羊羊不是一直都很好吃吗？对，刘德华也不会真的，我觉得这些天王天后很像，怎么看都不会老。嘿，我才知道说原来二姐真的是从这样。以前像比如 FBI 会管这个，结果是觉得说你从这么小就开始跑秀场，这个 FBI 不会来关注一下，但是又觉得说好啦，时代不一样。二姐每天要花3小时运动，也是，不愧是我们二姐。江蕙家以前没有很优势的，是的。江蕙也说过，唱歌对她而言不是兴趣，只是工作啦。的确，从小就是这样子。二姐还有妹妹哦，是，没错。62岁不算很老吗？所以二姐真实年龄62岁吗？那其实也跟我妈差不多啊，讲出来了。
讲出来了。不过还好啦，我只是看他就觉得说奇怪，感觉他很像，就是觉得没看到什么皱纹，就觉得真的保养得很好，好厉害哦，二姐。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可以再听他唱现场，好不好？毕竟有更老的歌手，62我也觉得还好啊。其实，因为有运动真的老化很慢，我也这么觉得。你各位保持运动哦，真的。刚好天气冷了，是不是可以上羊肉炉？羊肉炉好吃尤其是加豆瓣酱。网络上都查得到，有空可以去看看嘛。原来是这样子。所以猪猪大概不用大概，老娘就5001岁，不用猜，好不好？就可以当2000女了，我也这么觉得。艺人都很看不出老态嘛，我觉得如果有配合上运动的话，其实基本上啦，我觉得心态健康也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也常觉得说，妈妈她其实也看不太出真实年龄，但是我觉得那个相由心生吧，像我妈其实每天也就是会安排她自己的活动，不管去唱歌班还跳舞班，然后把自己的心情就保持很开心。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不太容易显老态，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算是维持自己健康的一个秘诀吧。丹玉伊拉塞，羊肉炉在哪里哦？你去找养羊啊！工作这么久，谁都会累的。是啊，所以我觉得二姐真的很厉害啊！你看，从小为了家境清寒，然后出去工作，但是居然没有歪掉居然还用她自己的方式，然后稳妥妥的、很扎实的。在这条路上这么久，然后到现在变成台湾屹立不摇的一个地位，非常非常令人佩服。你心老是吗？有老娘在，5001岁在。开玩笑，这个锅我扛，毕竟今天是二姐歌会，要多老派就有多老派。来，下一首更老派，下一首也是可以让你们感受到满满的老派。今天的老派我全担了。今天的老派我全包了，雄心的所在来看下，吹了去。雄心的所在没乱唱，但雄心的所在前面怎么唱啊 ？Oh my god， 前面怎么唱？但你二姐给点机会，前面怎么唱？要老派还有再更老派的。今天的歌回谁比我老派？前面怎么唱？为何亲像一场梦？为何梦醒变心空？为何阮的心肝内只有你一人？无情风雨，无情的梦，无情的人。小路永远相边，过去的一切，过去的恋情，已经完全变无味。孤孤单单一人定在路边，心情茫茫，不知要对倒位去，因为在一个所在，总是会。引起阮想着你。老派鸡排吗？老派鸡排，我只知道派克鸡排好吃，我不知道哪里有老派鸡排。为何亲像一场梦？为何梦醒变心空？为何阮的心肝内只有你一人？无情风雨，无情的梦，无情的人，彼条月亮，彼条小路，永远相边。过去的一切，过去的恋情，已经完全变无味。孤孤单单一人定在路边，心情茫茫，不知要对倒位去，因为在一个所在，总是会引起阮。
切，啊，过去的恋情已经完全变无味。孤孤单单一人在路边，心情茫茫，不知要对倒位去，因为在一个所在，总是会引起阮想着你。等下这首歌结束之后，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好像上次练歌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发现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我上次好像上个礼拜五在练这首歌，对不对？那是就是之前爸爸来家里，然后爸爸帮我就是新加入的歌单嘛。然后我看一下哦，其中有一段歌词，为何我的心肝内才对？为何我的心肝来？心肝来哈。好了，我在念台语其实真的是超灵呆。为何外心瓜来这样才对？可是为什么我当下练歌，我以为是心肝肉我把那个内看成肉，然后我还这样唱，然后大家不疑有他。你各位为什么这么听话，居然还不疑有他？我就唱成说为何外心瓜吧，你们懂吗？只有你一人，而且我还唱2次我唱2次我爱心瓜吧然后你们居然不疑有他，你们要不要这么信任我？你们超信任我，这到底是多恶？然后我是今天早上就在想说，我排一下歌单，然后再练习一次上礼拜练的那些歌，我才发现说，靠，是心瓜哪不是心瓜吧？我到底是怎么看的？那怎么变成这般田地？好吃是好吃啊，但是居然你们大家都不疑有他因为你们不知道歌词啊，就是要看我训，要不要这么黑？你们要不要这么黑？的确无违和啦，心肝肉对不对？内看成肉，感觉不意外。我就阅读障碍大姐也觉得无违和，你只注意咬字嘛。好，说到这个啊，谢谢你们上礼拜有替我就是纠正一些咬字，对，所以等一下之后丢秀达歌。等一下之后，我们一样会唱到灰哪里基。我一直在厘清说到底枯枝枯叶的枯嘛，枯枝的那个枯到底台语要怎么念？然后反正妈妈爸爸他们中部那边就是念国基 G 开头国基，可是在网络上面有面先帮我查，发音是 K 开头，所以我当下就会想说，好，我快点硬改过来那个抠你们屁股什么之类的，有没有？但是之后以我自己习惯的念法。果然还是国基呢，不是国基，所以就各种就是想说，到底是不是那个南北念法的差异，还是怎么样？对，但是我今天还是会照我自己就是觉得比较习惯的念法，好不好？不信任你，要信任谁？后厨我的香菇鸡汤呢？好，你们快去喝香菇鸡汤。心肝肉也可以上一下，我们下一道菜就是心肝肉。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变成心瓜吧，好像也无违和感，对不对？定枸杞，对啊，因为定枸杞的菇是那个枸这个音，可是偏偏我的歌词就二姐她那个灰哪里基的歌词是菇，是枯叶的菇啊，对不起，是枯叶的菇啊，我在讲什么？枯叶的枯掉了，叶子枯掉了那个枯，然后我就想到伍佰老师的《秋鸡歌叫》，有无？秋鸡歌叫，他也是念 G 开头的歌啊，对啊，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说应该是歌吧，对，但是就是那时候就跟观众一直在研究到底是歌还是抠，那我就想说好算了，反正就是先改成抠 K 开头，然后之后才发现不对，抠叶啊呢，狗叶啊。对啊，所以可能是南北那个发音的差别，好难哦。嘿，二姐是念勾，所以我还是先跟着她念。但是我之后自己查了一下，抠也没错，抠好像也没错。姑芝就想定一下，可以不要这样吗？好，香菇鸡汤上桌咯。好新瓜嘛就是瓜莲巴嘛，不一定哦，但是好吃哦。这位是马可多伊拉塞干莲肉，好吃哦，欢迎大家继续板的哈。所以发音的部分，我觉得台语各式各样的困难啦。对，即使我已经身处在就是
每天被台语轰炸的这个大高雄工业国，我还是讲不好，我依旧讲不好。可是我昨天玩的好开心哦！欢迎大家昨天去补档，就是公视台语台的主频道哈。昨天非常非常热闹九鸡狗叫吼，对吼，刘妈也是孤单的孤吼，对吼，怎么办？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好，我先相信二姐好了，因为二姐是念狗。都是念 K 音，如果是勾的话就是勾，但是如果它音域型差异的时候，像这样不确定。我是听二姐是唱那个 GO 的发音，所以我原则上还是先模仿这样子。这样迪卡念抠，你们就要拍好啦，你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被抠屁屁啦，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像不管是勾还是抠都可以。那我们就先照着二姐的勾，好不好？才不要让你们称心如意被抠屁屁。昨天然后同街好像快要到1600，是不是？对，昨天同街很高，所以聊天室其实也刷的超级疯狂快的。可是真的很有趣哦，昨天真的超好玩的，就没想到就是自己的破台语也有机会，就是跟大家就是有机会玩这样的一个这么有趣的企划啊，真的好有趣，真的感谢再感谢啦，刚侠再刚侠哈，弄得自己很像在选举一样。张金这样我告诉你，欢迎大家去补档。昨天真的太有趣了，好不好？昨天你们意外厉害吗？我昨天已经把我这个诸生，我这5001岁学习到的台语，已经算是用了洪荒之力，完全把它发挥出来了，好不好？而且昨天那个时间，我整个回光返照，好想睡觉。哎呀！昨天猪猪，对，我昨天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搞得自己在选举一样，超好笑。来，我们现在来到海边板的啦，咱今麦在吃buffet啦吼，家己来家己用吼，来，吼，后一道菜就是新瓜吧，吼，大家请用吼，卖客气。不要这样说，那其他不会说台语的怎么办吗？不会啦，因为我觉得大家就要精益求精，因为我们家说台语的人太厉害了。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迄段永远难忘的恋情，孤单来到昔日的海岸，竟是永远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你白的情景不再安静。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咬字也很难，这首歌有一些词句我咬起来就觉得舌头要打结了。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迄段永远难忘的恋情，孤单来到昔日的海岸，竟是永远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你白的情景不再安静。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来，迪卡特制的迪卡哈，领取号码牌这样子吗？海女捞了什么一网什么海参上来的是吗？我只看到什么东马酱伊拉塞，有鸡肉饭了，来端上桌。东马先生为不平静的海洋声，像阮不平静的心情。你白的情景不再安静。
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来鸡肉饭，鸡肉饭爱送菜哦，鸡肉饭来烧哦烧哦，来扭一个扭一个烧哦。每次《秀北海华》这首歌出来，就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我们就是在海边，然后就是很传统的那个板的感觉，就是在那个台湾很传统的那个什么南部的渔港有没有？然后就搭起了那个什么流水席的那个棚子有没有？哇，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嘛，超棒超棒！好，干杯哈！阿鲁华桑干杯！阿鲁华桑，你看那边不要茶还是秘鲁哈，还是帮忙你有家己掏啦哈，家己来哈。在旧金山的夜店听过这首歌，等一下，为什么在旧金山的夜店你有听过这首歌？是发生什么代志咯？在旧金山，你敢有确定是在旧金山的夜店？真假啦！旧金山的夜店居然 OK 啊！我们二姐的歌红到旧金山去了，超酷！你像昂金 B 哥有好了，有啦，昂金 B 哥要来了啦，随来好不好？昂金 B 哥来。哎，鼻子弟，你来了！你不是已经被变成火烤鸡了吗？你不是已经抓去要被做成那个鸡汤了吗？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边？这是你的灵压吗？你最后什么遗愿？来，快说，让我来完成你们的遗愿，这样好不好？请给我什么一杯螺丝起子吗？不啦，这边没有调酒啦。啊，如果是在旧金山的话，应该是有机会。我们在旧金山非常非常风雅的某个夜店，听着秀北海华，喝着你们的螺丝起子。好不风雅，实在是好不风雅，是不是？啊，等一下，我又不小心按2次了，靠！等一下，好啦，反正下一首歌的是歌这吉武力哈，只是不小心又被我下去了。我觉得中文真的是很妙好不热闹啊，好不风雅啊。到底是风雅还不风雅？热闹不热闹？小时候一度没有办法解读，长大才发现。只能说那个中文的意境，只能说真的是非常深奥啊！是，好不热闹，好不风雅，负负得正啊！是在学日文吗？可是这个也没有负负得正啊，这个它也不是好步步热闹啊，它就是好不热闹嘛。日文至少还有好步步怎样，对不对？或者是不怎样，然后后面再加一个不，负负得正。可是中文就直接给你好不热闹啊！外国人看到底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就是否定句啊。天杀的，谁知道这个居然是肯定句，博大精深啊！这个靠好有口气，好，对不起。主办人指定新瓜吧来喽 ，OK， 感谢刘妈，我们那个面线的神厨之一刘妈，撒上一点什么香菜胡椒 ，OK， 交给你了。原来今天掌厨的是刘妈，早说嘛！今天掌厨的是刘妈，你们小心一点哦，口味可能有点重。好，对不起，被盗。今天掌厨是刘妈，口味可能有点重。至于是什么口味，你们自行体会啊。本主播一概不负责。本主播一概不负责什么样的口味啊？哈。是风也是雨，拍起阮的梦。你这么无情，放阮孤单一个人，陪你痴情在空等。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妈呀，这首歌真的都这么难唱啊！这首歌是我上个礼拜五唐突加入的歌单，因为是爸爸点的。哦，好难唱哦！是风也是雨，拍起阮的梦。为何
你这呢无情，放阮孤单一个人，为你痴情在空等。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其实二姐很厉害哎，她从小就一直在反复的唱这些这么鬼的歌，难怪她的唱功这么的稳，稳到一个不能再稳了，太厉害了。子璇伊拉塞，然后这应该是 Kenny 拉塞，欢迎你们来哟。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好诶，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来捧我声出力去。哦，我这个歌这么适合板的，我真的之后真的，我觉得首先感谢你各位帮我弄的板的企划书，个人是小小的个人是，实在是就是要推这些东西，真的需要你各位的帮忙。但是明年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型，好不好？嘿，我赌上我头上的嘎鸡碟啊，够爱迪卡卡因水，希望咱明年会当做伙板的，好不好？好不好？这个起标差太满，我就讲希望啊，吼，我就讲希望吼，我们87%希望可以促成啊，好不好？好，刚下令各位啪叽啪叽哈，1681拉塞，成型还是成型哦？都好啦，都好，对对对，不管是成型还是成型，代表应该都有实现哈。希望啦，小小个人是感谢大家的照顾，真的谢谢谢谢。来，他都会继续刮，将会二姐姬武力哈，也是我爸爸唐突上个礼拜加入要我唱的，对，就是死命的学，总算今天稍微的唱出来了。嘿，就这样呢，刚下各位。后是首歌是啥会？我看一个，我看一个歌单是啥会？日照雅漾伊拉塞，然后啊，塔古米，欢迎欢迎，大家听到了，社长被板得啊，还不动起来。我觉得谢谢你们啦，因为我已经有看到你们的计划书，我其实我真的觉得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有办法 cue 到我的点，就是我看到那个计划书，其实我该怎么说，就是满满的感动吗？就是已经变成说，就明明大家都不是高雄人，可是总是可以找出一些对我而言很有回忆点的，很有记忆点的一些地点，对，就是觉得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对。但是因为偏偏就是我们该怎么说？主播其实在经营这条路，就是必须要跟观众保持一个距离在。对对对，但是我现在经营到目前已经快2周年了嘛，那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的是，你们吸引到的你们都很贴心，然后很成熟，甚至就是很愿意互相帮忙。虽然说我常夹来夹去夹你们，虽然说你们很像也口嫌体正直，或者是为了逗我开心，什么都好，对，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有你们。你们帮我做的任何事情，其实那个暖心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透过文字传过来的，对。所以，即使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听到彼此的声音，可是我也常说，其实可以的话，我也
比较喜欢在 Play One 跟你们聊天，对。但是因为就是可能下半年，特别10月、11月又太忙，比较少可以去 Play One 跟你们好好的促膝长谈，或者是迫害你们之类的嘛。可是我觉得那些感情的基础，这2年累积下来，非常的稳固诶。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跟朋友、跟家人、甚至是至亲的另一半，那些情感的存款真的是不能少。尤其是每天的沟通什么之类的，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我真的可以做到跟你们像家人一样，可能就是互相迫害、互相欺负对方。可是，在我们那个一掌都给你，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彼此真的有办法。不用到互臭的方式，然后其实就有那个默契，知道说彼此需要帮忙了。对，像例如你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像需要某个老婆，我就马上帮你们配对。你看看这个默契多棒，素晴らしいじゃないか、不要的急。我只是想说谢谢你们。然后板德的计划书我收到的当下，我超感动，因为可能身为高雄人，其实我很意外的是，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些高雄人知道的地点？你们怎么会知道高雄人知道方便去板德的这些地点？我很意外，代表你们真的做足了功课。对啊，谢谢你们。我常笑自己就是一个校长兼撞钟的个人士，但是现在有了你们，我真的觉得很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如虎添翼的扫厕所的猪。对，谢谢。如虎添翼的扫厕所的猪，对，依旧是扫厕所的猪，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比我厉害啊！你们每个人都比我厉害，好不好？啊，瓦卡乌基，我还以为你是瓦卡莫多，ごめんなさい。瓦卡乌基，我小さか、ごめんなさい。瓦卡莫多，見てしまったすみません，瓦卡莫多大叔，对不起。好，瓦卡乌基大叔，谢谢你过来。我知道你们在网络上面可以查到，我也知道，我都知道，对，那些在网络上面可以查到。可是说真的，我的观众群基本上各位，我都笑称自己是里面最弱的，然后就是只会扫厕所的，因为你们每个人就是1秒钟几10万上下的石油王。基本上你们的工作每天就是操到不行、累到不行了，怎么会有这个时间去帮我查那些东西？代表你们真的是用挤乳沟的时间去帮我查询那些东西啊，超级厉害耶！那些东西也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们居然愿意做，超感动的。Himo 伊拉塞，好去上班。伊德拉塞，青丝伊拉塞。瓦高基大叔，对不起，唐突加起来，我想不到。晚安，伊拉塞。空包啊，今空内计划讲，网络上可以查到，我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你们那么忙的这个情况下还愿意去查，从清洁工变成清洁工 Plus， 我变成了一个 Plus 清洁工，我觉得我的防御力变强了，因为有你们这样子。我今天从就是那个好神拖晋升到那个 Dyson 的，这样可以吗？我原本手上拿着好神拖，我就已经觉得说哇，这 OK 的，我稳了。但是有你们在，让我觉得我手上拿的变成 Dyson， 你们知道吗？Dyson 这个品牌超贵的好不好？有你们在，就如同我手上拿的是 Dyson， 你知道你们多强大吗？是不是？啊，卡哇口ごめんなさい啊，また逆になっちゃった，また逆になっちゃった啊，すみません，居然是卡哇，对不起，我就连日文会给人家念反。你可以说中文吗？戴森好用啊，而且很贵，但是我觉得它有它贵的道理在。什么暖心？刚的猪心2人去热一下吗？不要啦，猪心再热它会硬掉啦，不要啦，就这样子吃。我们可以吃凉拌猪心啊，对不对？你就超到不行，没有1秒几10万上下，没有，柚子你是潜力股，我等着你大概5年之后1秒钟几10万上下哈。让猪结婚呢，先查一查嘛。大姐，你今天应该是被24号盗账号，我今天没看到24号，你应该是被他盗账号。哇，高级大叔，对不起，我又看反了，对不起，就说我阅读障碍嘛。然后乔尔耶好，这个我应该没有看反，连日文都可以念反，我真的是矮服了 you， 我真的是矮服了 you。可以配虾仁吗？虾仁猪心好吃啊，都好吃。你想换 Dyson 吗？我跟你讲，有你们在，我就如同手上拿的是 Dyson， 我是清洁什么清洁器具富翁之类的吗？对，是不是有你们在？就连扫厕所都变得很富有，开玩笑。下一首是什么？下一首是什么？下一首喝来喝啦！你们的那个最专业的清洁工。未来继续刮了哈。
被念反第一次吗？卡哇乌基大叔，谢谢你不嫌弃啊，对不起，我是有阅读障碍的猪，不好意思。我希望跟你。当这款世间甲等一下，再一次，当这款世间行踏，等一下，这首歌也是咬字很难。当这款世间行踏，钢筋扛一边。好妈，我对不起你，这首歌是我妈点的，她很爱。再一次，搁给我一摆机会咯，搁给我一摆机会。这是我妈的爱歌，不可以翻车。我不知道杀人诛心的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那你唐突碰了国语讲太多，切不回来台语。当这款世间行踏，钢筋扛一边。同情嘛，同情嘛是自己的前程。会放在目睭内的悲哀真正深，想要讲三两句脚手软。人讲这款人一世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若知，不知要向倒位飞。我讲这款人一世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买，就放在心肝底。好啦，那个捧送给你们啦。我刚用国语讲太多，切不回来台语。反正猪猪的婚宴吗？你确定是跟我的吗？不是跟阿月的吗？你这样阿月情何以堪啊？有人喝喜酒吗？不管是咱心女性朋友拢交陪，无论是真心假爱当作烧酒话，不通来问我过去，我会讲几暝，目屎流甲不知天相白。人讲这款人一世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若知，不知要向倒位飞。我讲这款人一世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买，就放在心肝底。人讲这款人一世人的命，亲像一只风吹，你若知，不知要向倒位飞。我讲这款人一世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买，就放在心肝底。等下，水灵宝贝，你哪会雄听到烧酒嘞？哪有烧酒嘞啦？这首歌哪有烧酒嘞啦？烧酒嘞？哪有可能有烧酒嘞？烧酒嘞？烧酒嘞？咱的烧酒嘞？然后呢？等一下，为什么这首歌有烧酒嘞？醉了，刚来就回到小时候做哦，游览车的感觉吗？是的，你没有感受错误，没有错，就是这种感觉。当这款世间行踏，钢筋扛一边，同情无同情嘛是自己。在哪里有烧酒嘞啊？会藏的目，口袋的悲哀真正深，想要讲三两句脚手软。人讲这款人一世人的命，亲像一你哪知不知要倒位飞？哪里有烧酒嘞？我讲这款人一世人的爱比人啥物较多，无人买。有听到烧酒嘞？就放在心肝底。你们可以跟我讲哪一段吗？我好在意哪里有烧酒嘞哦，在你们的心里，阿月你被炸出来了，那有烧酒嘞？我讲这款人一世人的
爱比人啥物较济无人买，就空在心。到底哪里有小酒嘞啦？我现在给大赛哦，在哪里啦？我看不到哪里有小酒嘞啊！你家女儿肚子饿，水灵宝贝，水灵宝贝想吃小酒嘞啦！刘妈，你还不快料理一下？到底哪一段有小酒嘞？我讲这块人只是人的，爱比人啥啊？我讲这块人只是人的，是吗？在夜市，到底哪里有小酒嘞啦？猫儿子你来塞，小酒嘞，好算了。小酒类的小酒类，当做小酒类。好，谢谢雪莲宝贝，我看一下。小酒类啊，不管是单身女性朋友拢交陪，无论是真心假爱当作小酒味，小酒味不是小酒类，好吗？好啦，高几率应该是我发音没有标准，对不起，害你饿了，水云宝贝。妈妈下班去夜市买，好哦。妈妈说到做到哦。刘妈说要帮女儿买小酒类哦。小酒类听说很下酒啦，只是我很少喝酒，所以不晓得到底好不好吃哦。好，感谢各位，我们他都要黑秀瓜的小酒类之歌哈，小酒类之歌，谢谢大家。好哦 ，OK。来，我们来到了，我看一下，这是来到了第5首了哈，第6首了，钢琴控几边，接下来是，我看一下，接下来，好，我们把接下来这一首唱完之后啊，猪猪要去那个我妈那边帮她稍微的。看一下他的手机，然后顺便摘个花。我去我阿布遐，然后等一下啊、这首歌，唔对人也是我妈妈问阿布调来这首歌，这首歌唱完我去我妈那边一下，然后帮她看一下手机，然后摘个花，我们回来下一趴哈。台语大赛，对，其实我也不怎么吃小酒嘞，因为觉得好重咸哦。小酒类其实是吃酱汁，这样都没有漏，是不是？可是这么重咸，果然是下酒菜啦。午餐吃什么吗？猪猪已经吃一些代餐了，不当家不要记得，谢谢。就帮妈妈买小酒，没有，我妈也不吃小酒类啦。我妈家小酒类，就我跟我妈其实都不怎么喝酒，不怎么好酒精这样子。来，这问阿不点问妈点来。来哦 ，M 对人哦，我妈的主题曲，她每次都笑说，伊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M 对人。嘿，我妈的主题曲。因为感情下了小重，注定爱欠你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爱若是情缘，难免有分开的一天。我相信你我的情分，只有短短3冬5冬。敢讲你心爱已经有别人，看阮的感情嘛到重。凊彩讲3两句话，就想要换阮的思念。并在世间走总的人，怎样会爱才算完全？冤冤拢是因为爱着人。屯妈，没事的，有你女儿靠。M 对人又怎样呢？M 对人又怎样，对不对？下一个会更好。开玩笑，我妈超有魅力的好不好？当然是下一个会更好，对不对？这女儿在冷笑
因为感情下了相当，注定爱听你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爱若心情乱，咱能有分开的一天，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只有短短3冬5冬。敢讲你心爱已经有别人，看阮的感情嘛到重。凊彩讲3两句话，就想要我阮的思量。踮在世间走总的人，怎样会爱才算完全？阮冤冤拢是因为缘着人。敢讲你心爱已经有别人，看阮的感情嘛到重。凊彩讲3两句话，就想要我阮的思量。踮在世间走总的人，怎样会爱才算完全？冤冤拢是因为缘着人。爱不着人哦，好哦，来，我要快点去摘一个花，因为今天这两天水有刻意喝比较多，对，补充水分，来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台语唱的好标准吗？唱山有关就真的很赞吗？啊，谢谢财鼠，谢谢你过来，我们等一下有下一趴哦，接下来还要有很多首，但是下一趴的氛围就比较没有板德的氛围，你们也差不多该吃饱了啦，你们差不多该吃下午茶了吼，所以下一趴其实不太有板德氛围，大概就是那些二姐非常很触动人心的一些经典歌曲。好，下一趴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等一下，我有给你们 BGM 吗？我有给你们 BGM 吗？问一下啊，好像没有。我有没有给你们 BGM？ 我真的放置不认你们哎。这样有了对不对？哦，我刚刚我突然想起来，我帮我妈妈看一下她手机的那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不知道怎么了。我们先那个重新开机看看，跟电脑一样，反正不知道怎么了，就先重新开机看看，对不对？好，等我一下哦，大概2-3分钟就回来哈。
好哦，果然重新开机治百病，果然。好，我妈应该是太多应用程式，就是每次用完就没有结束掉，然后再加上她也蛮爱拍照的，所以她那个就是像我拍完照，我就习惯就是上传到那个 Google， 对，像已经习惯了，就是自动就是那个，反正我的手机拍完之后就自动上传到我的 Google， 然后手机里面就不要留这么多照片。但是因为妈妈不习惯，然后她就疯狂的留下非常非常多那个她自己的照片，因为她很爱自拍，你知道吗？然后果然重新开机治百病，重新开机就没事了。我回来了，你看我们来场景转回来，我等来了，你各位，我回来了，遇事不决重新开机。对啊，我妈妈她很可爱，她就是像个，我觉得她在心里面住了一个少女，对，像我在心里面就住一个老人，你知道吗？就在她面前，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老人。我妈她比我少女很多很多，射手座很像都是这样子永远就是保持一个开朗，然后年轻的心态，对啊，但是我很喜欢，超可爱。好，对，不要回来，马上走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上一趴基本上就是算是二姐比较早期的一些音乐，那早期的音乐台语歌其实也算是比较流行那一派的，就是像你们所说的，或许比较老派或者是比较佛版的氛围，但是当下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歌，其实基本上都是那个曲风。然后紧接着我们下一趴就是算是比较近年来比较流行乐的一些曲风，所以比较没有板的氛围。那大家待会一一唱出来，给大家算是也推坑一下，二姐真的很棒。下午茶记得订什么订饮料，是不是？猪猪爸爸灯对我不改了，我不改了，就这样吧。纯一谢谢水费，他娃谢谢水费。好，对我不想改了，随便了。他娃谢谢水费。知名节目主持人因迪卡违反一例休被开除。好哦，被开除。C 讲真放置，对我真的放置你们，忘记给你们 BGM， 但我回来了哈。你的留白就是最好的 BGM。刘妈，你真的是我们面线大文豪真不愧是你，刘妈。我们这成熟的变现好 Alan， 深红谢谢水费，他娃谢谢水费，老吴喵。然后168，然后他娃谢水费，他娃谢水费，谢谢你们就记，谢谢你们过来。然后老喵午安哦，对我妈真的很吵。求哪里来塞？你来晚了，刚下班，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来晚。我们下一趴还有很多首二姐的歌曲，对，比较没有板的氛围，好不好？如果喜欢板的氛围的话，可能要请你们补档。但是如果你们觉得板的氛围很痛的话，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好不好？嗨，行きます哦，差不多了，来继续哦。下一趴的张惠的歌曲应该比较容易触动到你各位，可是都很难唱。就是他这些比较流行风格的台语歌，反而比之前还要更难唱。OK， 我打你来了，欧达，我中午有看到你占卜，对，只是因为刚好猪猪今天要江蕙的歌回，所以很想，然后原本想说要过去打个招呼，对，但是就是来不及了。我想说我还是快点过来开嗓。欧达，谢谢你，哇，谢谢你们，好开心，好开心。欧达，我问你哦，你会听二姐的歌吗？今天猪猪特别又多练了几首二姐的经典歌，然后算是怎么讲，集结了，不管是老中青三代都喜欢的吗？我们谢谢达达的江罗，辛苦你了。会吗？哇，二姐真的不管是什么年代，真的大家都知道她，甚至就是不管是，我真的觉得最厉害就是说你算是可以非常非常的，不管任何的年代的人，只要讲到江蕙就可以举例出1-2首出来。所以我真的觉得江蕙真的活在台湾人心中超级超级厉害。谢谢你们的降落，然后就被禁止唱了吗？因为太毁台，不会啦，怎么会？达达的台语这么可爱，我打台语这么可爱，不会啦，不会，真的。而且上次猪猪记得也有去那个我打那边的台湾嘛，我们就降落过去，然后我打很可爱，也说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唱台语歌，可以，没有问题。我期待这样子。对，那基本上今天二姐的歌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好唱的，对。但是我觉得差别就在于说，刚刚上一趴的氛围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些比较热闹感觉，就比较像板德的氛围。然后刚好欧达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带领着你的观众、你的朋友过来，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下一趴，就是张惠二姐比较流行乐曲风的一些歌曲，就是比较触动人心，甚至觉得比较虐的一些歌这样子。谢谢台语的歌魔法师迪卡，台语歌什么咒术咒术师，可是我怎么觉得咒术师感觉比较帅气啊？咒术师不是感觉比较帅气吗？北语杯，谢谢你们过来，谢谢哇！听听他们以为你唱的是英文歌，我觉得这个就是欧达厉害的地方，怎么样唱都有办法，就是发出英文的声音，你知道吗？这样会变江毁是瞎毁啊！24老，谢谢你送出了50个汇集。二少，你原来你在是吗？二少，你说你今天又到了谁的账号？我打的台语真的很有南洋风味吗？是不是超有自己的一个怎么讲风格的，对不对？哪像我怎么样就是老派这样，而且老派就算了，有些那个台语个宫美练灯，台语个宫美练灯这样子。二姐的很喜欢《月落》这首歌我跟你们讲，二姐有太多好歌了，对。但是因为现在猪猪基本上因为每个礼拜都有唱歌班，然后老师他都会盯我，就是不准唱超过20首，紧绷就是20首，所以我今天又很乖的，大概抓18首。大概就抓18首，好，希望就是有办法，就是触动到大家啦，好不好？二姐的歌，谢谢你们，也谢谢二造绿化工程师。那么紧接着我们进行到我们下一趴，第一首歌会是什么呢？咖喱蓝调调，谢谢你们的降落。今天下午非常非常多二姐的歌曲的响宴，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我是迪卡，我都只开中午台，谢谢你们过来。我要甲你蓝调调，因为惊你半暝爬起来哭，甲你蓝的心肝头，予你对人生袂阁梦飘飘。我要甲你蓝调调。不免惊惊惊见笑，世事有人想袂晓，需要一个紧甲头。我要甲你蓝调调，予我陪你唱港调，分担你的忧，你的唱甲你的哭，哭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蓝调调，予你袂惊袂过后。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陪你渡难关。哇，谢谢珠子，谢谢你们各位已是竹门百忙之中，居然还抽空送出汇集，好开心，谢谢你们啦！我知道这个时间大家都很忙，谢谢你们愿意过来听歌，还帮我绿化。阿里嘎多啊！有咪 life 官方，谢谢你过来听歌，谢谢你，好开心！我们欢迎有咪 life 官方哦。我要甲你蓝调调，不免惊惊惊见笑，世事有人想袂晓，你需要一个紧甲头。我要甲你蓝调调，予我陪你
想甲你的口，口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咱条条，予你袂惊袂过后，往事放予空，人生下才有梦。我陪你渡难关，往事放予空，人生下才有梦。我甲你难安安。是的，是二姐这首歌，我记得是二姐自己做的，很暖心、很暖心的一首歌，也很符合她的风格。而且是这首歌也算是我这一趴咬字比较苦手的其中一首歌曲嘛。因为这首歌，我觉得二姐越是宁静的歌越难唱，所以我这首歌我一直不想去面对她的那个咬字，但是都已经开了二姐歌回了，你叫我不去面对吗？所以早上稍微恶补一下，但是还是前面有一些卡卡的部分，就啊就这样过去了。对，很棒的一首歌，献给大家。我被咖喱烂调调。然后当我把这个待机室，我记得很像是礼拜六还礼拜日做出来的时候，然后有些观众看不懂，下面是咖喱烂调调，嘿，就是叽叽呱，嘿，但是因为好死不死，我就是一个腐女嘛，很爱夹我的观众，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好，我的标题的是二姐咖喱烂调调了哈，啊猪猪加你各位，就形成了一个对比这样子。咖喱跳跳，咖喱跳跳是什么啊？天哪！阿吹，你嘛吹落去啊！你今日是安怎？你今日是发生什么代志咯？今天怎么这么欢乐？天哪！谢谢二嫂，谢谢朱子，谢谢阿吹啊！谢谢你们啦！仪式主们是约好的吗？谢谢你们哇！这个礼拜一，大家明明应该是很忙碌的，谢谢，好开心，感谢你们的绿化。然后，如果今天有出现的，就是希望这次的二姐歌会可以带给你们一个算是温暖或者是揪心的下午嘛。因为二姐的歌路太广了，对，总之希望你们会喜欢。更感谢绿化工程师们。工作加油！我知道你们基本上应该很忙，但是抽空就是动动手指啊，哈，帮我送出会籍。然后如果有获得会籍的，记得跟大佬们说声谢谢，好不好？来，紧接着这首歌，在我之前出配信的时候，每唱必哭，对，但是之后为了要把我的歌唱技巧或者是一些咬字矫正过来，唱到不想再唱，唱到看到这首歌就生气。非常的不上进，有啦，还是努力的把它唱好啦。来，继续刮歌这下回，方文山老师以及周杰伦的作品《热火香》。天本正需要暖心的歌嘛，好哎，谢谢 Motemo， 谢谢你们今天在这里哦。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我斗甲疼？异乡的我，一个人去为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
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爱花，竟是犹原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你若要犹到时代，不免等予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唔通当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孤单像当时的鸟只，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情只有讲予山来听。来到故乡的海花，竟是犹原拢总无变化。当初离开是为啥？你若问阮，阮心肝着疼。时代不免等予夜，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出社会走总在甲人拼输赢，为着啥家己不知影？你若要犹到时代，不免等予夜。阿母惜的囡仔，上好命。唔通担心讲要来接阿母大，阿母啊已经无伫遐。口出声无人惜，命命。等一下，我没有更新。等一下，我第9首一直没有更新，楼下啊，我忘记按了。就是这个时候是主播嘛，有时候那个八只章鱼的手也不够用，对不起。我刚刚唱的那首歌是《楼下》啦。这首歌是从我出配信以来，我就一直很爱唱，但是中间有一度就是每次唱就是觉得很想哭嘛，对。但是之后就是因为觉得想要再把一些音咬字练得更仔细嘛，之后变得看到这首歌生气，因为觉得自己怎么唱都唱不好，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用很安详的方式去唱它啦，就是已经跳脱了就是很想要哭或者是悲伤的情绪嘛，可能因为我妈还在，对。可是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棒的一首，想要传达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吧，对。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勉强不来，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庭其实都是这么的和谐啦，对。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这首歌可以有办法这么触动到你各位就是华人的，不管是父母还是小孩嘛，对。
因为华人的亲情关爱其实有对我而言有一些部分还蛮诡异，甚至很迂回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写了这首歌出来，我真的觉得，神一般的曲子，神一般的作词，就是即使再迂回，大家也是努力的用自己的方式去爱自己的父母，即使真的是很迂回了。对，记得要问哭腔吗？哎，要问什么哭腔？古典小说，然后 Winnie， 然后李小信吗？然后培根、番茄炒蛋，谢谢你们；少龙也谢谢你们。他哇，听过原唱之后，一直感觉怪怪的，才发现原来只是喜欢你唱出来的每首歌曲，原来你喜欢的是你。好，他哇，你今天果然晕眩，你应该是没有被盗账号。不是啊，原唱二姐是没有办法被超越的，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不是？你那个晕眩路已经但是拔不掉了。可是谢谢你们的肯定，谢谢你们喜欢听我唱歌，好不好？听完滴了2滴泪吗？彩彩，谢谢。接下来还有很多歌，如果有办法触动到你们的话，我很开心。有孝心的都会有感触嘛。也是对，但是没有感触，不代表你们没有孝心。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就是不需要被孝心2个字绑架啦，因为我真的觉得华人父母很爱用那个友好来绑架年轻人，因为我们家就不是这种风格，我们家其实基本上不怎么情勒小孩，所以我也是长大才发现，原来我身边很多朋友从小就是被情勒式的长大，所以他们也不晓得原来他们被情勒。就像有一些家长很喜欢拿阿弟安内的是不好啊，安娜，我觉得原来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一个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不管是孝心，甚至是博爱做这种东西，其实大家都用宽心的方式去进行啊，不要就是用那种东西去情勒对方啊。这我是觉得说不太，真的是还蛮，这个就是我觉得华人亲情部分很迂回的其中之一，这只是其中之一。好啦，但是关系到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觉得下次我们再开个配信来聊聊吧，因为再讲下去那个叽里嘎那一呢，对，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讲热的，讲个那个749天也讲不完哈。好了，侯莎，来，接下来紧接着也是我们二姐的好歌之一，我自己非常爱唱的经典作品。我爱过。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的樱花，唔通来压倒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甲人讨论一时也假，论你缘分啊，是最后的，我会解说。失去的我，感谢天地，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完结。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记得是我家己的生活，才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
冷冷的雨，亲像是无意义的因为，唔通来压倒我的生活，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关于爱情，他人讨论一时也假，两年缘分啊，是最后的，我会解释。失去的我，感谢天地，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再。失去的我，感谢天地，竟赐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得到的也已经真多，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冷冷的风吹来，我的心痛乱乱飞。一声再会吧，已经无缘再。免讲伤多，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请你相信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关于爱情，感谢过去你的奉陪，一句真心话，谢天谢地，我有爱过。好，谢谢来自于二姐的《我爱过》，这首歌真的超级好听哎，算是我在二姐歌单里面，怎么办都很喜欢哎，我不能说是最喜欢的，因为每一首都很喜欢。我觉得二姐的歌就是每一首都很喜欢，它只有分难唱、跟很难唱、跟最难唱，就是没有好驾驭的。等一下的下一首对我而言，它算是最难唱的吧？对，下一首歌听似轻快啦，听起来就是轻快，感觉这样很好处理。妈呀，根本是最难处理的啊，是什么？来亮给大家。给熬，对我而言，它是二姐的魔王歌，大概就是魔王歌了吧？很像已经找不到比给熬还要再难唱的歌。我刚说了嘛，难唱、很难唱、最难唱，应该是这三个等级，它应该是最难唱的第三个等级。它很多细节很难处理耶，所以给我每次唱都皮皮错。阿月，真的感谢迪卡让我有个爱你的机会哦。这个应该是阿月本人没错，一样晕选这样，依然晕选啊。Tuna 也是很喜欢挖矮龟哈，好，太棒了啊！国平19，谢谢你过来，谢谢你们今天都过来。然后这个是塔库玛伊拉塞，没有什么灰哪里基吗？你觉得呢？听到最后哦，灰哪里给我上礼拜五练很勤，你觉得会没有吗？听到最后哦，这么棒的一首歌，怎么可能没有？是不是？8016，谢谢你过来。最难唱出他那种感觉嘛？我觉得 get out 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稍微把情绪沉溺在一个小女人，或者是说为这个家就是扶持相夫教子的那个心境，是可以去想象、去模仿。可是我觉得最难的是它有一些转音跟有一些技巧我不会。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我不会。二姐唱得太神了，我没有办法唱出她那种感觉。猪猪觉得 Get Out 最难唱，真的啊 ，Get Out 是我觉得今天的歌单里面最难唱的。像你也是吗？只有爱你、很爱你跟超爱你吗？那个发雪，你是不是盗刘妈账号？刘妈最近变成了一个不对劲的形状。刘妈，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波卡路伊拉塞，还8首放心吧。对，我只能说，灰哪里基这么棒的歌绝对唱啊，但是在哪一首？卖个关子。
好，你们继续晕眩，来，我继续唱。既然你们怎么样都可以晕眩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安详的唱了。对，你们果然是你们最晕眩的，你们不会变。好啦，后一首歌就是上歹唱的《家后》。等一下，再一次。好，对不起，他刚刚自动帮我消音了。来哦。有一日咱若老，找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中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偌敖，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家后。阮将青春加伫恁兜，阮对少年，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我会留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有一日咱若老。有新妇行你友好，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我缘投，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你的心我会永远记条条。因为我是你的家后，阮将青春加伫恁兜，阮对少年就对你对甲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你就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好的，这首歌就是江蕙的《家后》，不是家后是家后。我之前像哪一次歌会唱这首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就是发音发错，然后发成家后这样子。水语大赛，家后好听吗？谢谢。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浓缩了二姐的唱功的精华，因为你们如果去小巧克力拉塞。
然后他可以，谢谢，差一点，差很多gay 搞，要不要？没有演上，维也不会，我只是不小心发错音。gay 搞好 gay 凹啦。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我说难唱？因为二姐的唱功真的是扎实再扎实。那我有一顿三世，好，对不起，我先讲完。那这首歌其实你们去听二姐原唱，不管是现场版还是就是CD 版都好，反正她唱起来的氛围感觉就是很轻松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她把一个小鸟依人，一个这一辈子为这个家庭奉献的那个氛围唱出来，但是最厉害的是她每个技巧都一点点就可以诠释得很完美。对我就是很想试着去模仿那一点点的那个氛围，可是就不晓得该怎么说，因为我唱功真的就也没有办法像二姐这么扎实，所以我不晓得她那个一点点到底怎么来的，所以就是有一些部分我都会唱到糟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要去模仿也模仿不来，就二姐的唱功其实已经变成说，对我而言 ，gay 凹好不是 gay 搞 gay 凹这首歌是浓缩了她的唱功的精华再精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唱将，就是有些东西你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可是那些一点点又不是我们这些就是爱唱歌的素人学得会的东西，这个就是真的是台上10年功哎呀，这首歌完全就是完美融合了二姐她这一生的唱功，很厉害。上班到一半差点流泪吗？谢谢 LGW， 谢谢。听这首歌的喉沙情绪啊，真的吗？谢谢你们。二姐的歌果然有办法触动到大家，太多好歌了。可能我们结婚之后，你就能唱出真正的感觉。他哇，你快醒，他哇！我今天是带上了这个滤镜，可是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带上，你们都很晕啊。二姐的一点点就是你们的一点点，是，那个一点点那个手，没错。对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这首歌才会被我冠上就是魔王级的歌曲啊，因为真的，尤其是前面很难去诠释。我倒觉得副歌是还好，但是你唱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前面二姐的那些主歌的一点点，真的很厉害，神一般的厉害。对，听多了就喜欢这种真正的大师，什么都对，真的是很厉害，超级厉害啊！我只能说台湾真的感谢有二姐。二姐真是太棒了，希望之后还有机会听到她的现场。二姐，来下一首歌哦，下一首歌也是猪猪很喜欢的，献给现场的你各位。这个氛围，这个 timing 鼓抓的正是好啊，正是时候啊，你各位，该醒了哈，该精进啊哈，大嘴大清醒哈。献给你各位哈。你讲咱对爱唔通想计较，半工前就爱寸步留，每一项总有人。有泪无地流，也总有人将真心锁条条。人讲这世情，就爱看好透，一世人唔好伊治疗。每一项总有人不甘过情关到残像咱，幸好还搁在风中飘飘。啊，心底半嘴半情钱，自己做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口，又搁亲像吞了。啊，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笑笑甲好。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对我这边没得醒因为我写错字了。
我写成西星，所以这边不用醒，这边不用醒啊！也谢谢 UmiLife 官方的替猪猪打 call， 谢谢。人讲这世情，就爱看好透，一世人唔好伊治疗。每一项总有人唔甘过情关到残像咱，幸福还搁在风中飘飘。啊，心底半水半情痴，自己做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口，又搁参酒吞了后。啊，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请唱甲好。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啊，心底半水半情痴，自己做明了，定定心事若到嘴口。又搁藏酒吞了后，啊，朋友当作阮是无聊，阮拢请唱甲好。爱情是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无听嫌无够，受伤又过头。啊，子弹，谢谢你过来。竹间安音吹雪伊拉塞，谢谢你们的打 call， 感谢。嘿，挂嘴挂亲亲，这个好像也没办法叫你们醒，因为本主播这边没有醒，只有西星。某一天我原本想说写个醒字给大家玩一下，就放上去才发现我写错字，我写成了西边的星星。我写成了西边的星星之后，我这边不用醒哦，在那边算是不知道到底算是福利还是什么鬼。总之来我这边不用醒，请你各位就是嘿听歌就好，不管有没有晕眩都没关系，我活在当下哈。哎，肖哥果然唱台语跟讲台语是两回事，什么叫唱台语跟讲台语两回事？哎，好，对，没错，就是两回事。我台语我尽量讲啊吼，我就怕不要讲的呢。你刚唱得太棒了，帮我讲台语。好啦，至少我觉得我昨天给我自己87分，好不好？早我讲台语就怕不要讲的哦。听说主播10分知名概念对吧？啊，没有错，谢谢你来对了，展现我的知名概念，你会看到的，没有错。只是就是让我如此迷恋眷恋，让人晕眩。学姐，你也变成了一个24号的形状哎！学姐，你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啦，饭你也好起啦，咱这个月才会猪脚会加了啦吼，学姐吼，我甲你说多谢啦吼。好奇怪哦，就是切成台语就马上变得很颤抖，就没练凳哎。必须说你真的只是听我唱歌，其他的都听不习惯。我知道他哇，就是因为这样你的阶段特别严重。哎，球球伊拉塞，你是在靠我伊拉塞？昨天的台语算是来宾中6的吗？我就说我昨天回光返照，我昨天真的太累了。我昨天因为太累了，所以我把就是我这5001年来的一些台语的肌肉记忆全都发挥出来了。对，所以我昨天是回光返照，就像被盗账号一样。昨天到底为什么可以讲那么溜，我也不知道。学姐、先輩、もう遅かったわ。なんか断るよ。もう遅いからね。だからちゃんと私の愛を受け取って不要。对不起，被盗账号。好，我们下一首歌。我们下一首歌哈。来，我们这一趴二姐的歌都是非常经典的，非常触动人心的。来，下一首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可是只能说我之前常常因为不熟悉，常抓不到拍。来，听看麦亚是的几首歌哦，来哦。断肠时，
这首歌超好听，超好听，好听到我那时候听到我整个头皮发麻，超级好听。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可是它拍子好难抓哦，我每次都抓不到。知影残风上幸福，因伊酒味我心中，踏上条条钢情路，何必我斗问几度？当时该注意，一字一字啊，所爱比三分醉，一分痴，十分相思啊，梦中见，断肠时。梦破碎，一片一片啊，捡予你，你无爱，我离开，自情绵绵啊，无了时。断肠时该注意，一字一字啊，所爱比，三分醉，一分痴，十分相思啊，梦中见，将幸福，因伊酒味我心中，踏上条条钢情路，何必我斗问几度？知影残风上幸福，因伊酒味我心中，踏上条条钢情路，何必我斗问几度？气死我！气死我！我每次在那一段都会忘记，我不管，真的是屡试不爽哎！我从之前就是练这首歌，然后觉得我稳了，我觉得我绝对稳了，然后到每次开歌会，我那一段就一定会被我遗忘。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那一段没有办法植入我的大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我今天应该是精明干练的，怎么会这样子？二姐救我！求求你学坏了！不是，我今天应该是要精明干练的。刚刚那个是怎么回事？背道张好。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很精明干练的怎么会这样？我就是在短灯西的这一段，我就不晓得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被植入哦，哪次不稳了？对，
每次刷稳，每次说稳，然后就必砰必翻这样。早知道不要觉得自己很稳了。接下来的歌我可能都会砰掉，都会翻车哦哈，你各位心理准备哈，心理准备哈。好啦，没关系。这首歌也是我之前在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是整个鸡皮疙瘩，就头皮发麻，觉得怎么可以这么有一首这么好听的歌，超棒的，变成砰断砰丝是什么啦？哪次不砰？没有啦，我还是有不砰的时候啊，球球对不对？老公喵好听的，你心情有好了吗？你们心情好是好在哪里？我的啊吗？我的砰吗？屡试不爽这样用的吗？可以这样子用，可以的。我的国文造诣应该还不错吧？算了，下一首。你心目中第一个有精明干练？有啊，对不对？来听这台就是为了砰吗？没有，你们来听这台应该是为了精明干练啊！你们来听怎么会为了砰？一定是为了这4个字嘛，对不对？是不是你各位？好，我要喝水，我要冷静一下，我不能停留在我这个砰砰的氛围，不行，我要好好表现。リガさんの歌い方が好きですよ。ありがとう、ゆひちゃん。褒め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谢谢，多谢 Lola 哈，Lola 哈。我妈也跟我讲说，我昨天是回光返照，就是昨天在公视台语台整个回光返照，整个就变成那个很地道的那个台语人这样子，回光返照。可是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差来到了现在这个我的工作时间，完完全全就是台语变他就没练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叫砰的比例比较多？明明是精明干练，好不好？有啦，威尼，你有看过我精明干练啊？什么摩天摩你学坏了？哪有？明明就很精明干练哦！你来听精明干练的，你不用但是，把你的但是去除掉，好自信点，把你的但是拿掉，好不好？回光返照，对，我觉得我昨天真的是回光返照，昨天真的是把台语当成自己的那个母语在讲，这样。好啦，短灯西吼，来短灯西就好听。接下来我觉得这首歌跟短灯西不晓得为什么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的曲子也好听，可是它也是跟短灯西一样很难抓拍子。小 T， 你难得出现就臭我，你是想进小黑屋吗？小 T 哈，刚刚就看到这家伙就开始在臭我哈。好，来我们继续。康秋帮。为你啊的形影，要来消受你牵挂，是啥人听分散，情无计较。就变卦，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命是寂寞，你看破。为你啊的形影，要来消受你牵挂，
是啥人听分散，情无计较就变我。分世间爱情啊，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寂寞伫看破。全世界爱情啊，空笑望一场风声，梦醒来只有我，命是寂寞已看破，命是寂寞已看破。Yes， 没有翻欸。果然，我说我会必翻必烹，是我的强心针，是我的定心丸。我只要每一首之前都说，我会翻哦，我就可以唱得心安理得，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大家，我要喝口水。江蕙的《空笑望》非常好听。我每次唱《空笑望》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都会跟短灯溪放在一起，就觉得他们的曲风好像有点太像了。什么叫什么没碰？没有！我今天二姐的怎么可以这样子一直碰？不可以，碰一次就觉得很对不起二姐了，还可以这样碰千万次吗？是可以这样子一直碰的吗？对不对？而且我刚发现，很像二姐的歌单应该稍微缩一点没关系，对，因为她应该没有这么胖，她应该这样就够了。来错台了。你们没有来错台，这是猪猪精明干莲台，你们是对的 ，You are right， 好不好？猪猪精明干莲台，对不对？对了，我把那个超级留言稍微下来一点好了。好 ，OK， 简直就像先注预防针一样，的确就是这样子，没有错。第14首歌就是《空笑望》，好老舍哦。虽然不礼貌，但每次听到这首歌，忍不住说这首歌还是我知道你说蔡正南对不对？蔡正南在唱这首歌也是神屌的，欢迎补档蔡正南，南哥真的是超级厉害。我觉得其实两边都各有各的氛围在。其实我一开始听《空笑望》就是听蔡正南的，真的超屌，就是他可以把那个沧桑感唱出来。然后我觉得二姐她是可以把一个另外一种氛围，但是比较柔的一个氛围。我觉得是以女性的角度去诠释，所以我觉得两边其实都很神，对，所以其实各有各的支持者。然后要说我比较喜欢哪一边的话，两个都要啊，开玩笑。对呀，南哥很多歌都很经典啊。就讲到台语，就是因为我爸他也很喜欢南哥，就我爸他也是南哥粉之一。可是南哥的歌我不太敢练，是因为好难唱啊。这么好听，可是真的很难唱。只是它很神奇，开始95%是精明干练，让你享受。问题那个5%的，让你快乐的忘记。等一下，老乌喵，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我95%都是精明干练嘛，对不对？我只有碰那一下一点点而已啊，是不是？我觉得你这个比例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的观众中有一个说人话了的？只是你们可以不要我一碰就忘记那95%吗？这个比例是很高的，你们可以不要遗忘掉我的精明干练吗？南哥唱出来的味道，对，他就是那个刚好的 key， 那 key 真的耳没来，
其实比例问题很严重。南哥做事因为又有故事启发，这首歌就是需要。对，我知道你说的，所以不用担心，就是把你们的那个感想讲出来。因为其实在，马哥你来了，马哥，我们马哥不让，欢迎我们马哥不让。每次看到贾盖一莫都想要之前他的马哥不让。什么叫昧着良心说话？我这台就是精明干练啊！因为其实在我初配信的时候，我一直也希望可以推广一些台语歌。虽然说我台语讲就没练凳，但是身为南部人，我就是尽量讲，可以传达的尽量传达。对，所以其实我也担心说，就是台语的这个族群，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接受度，可能就是有一些，因为我知道有些观众他们听到台语歌就会觉得很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开跳痛歌会的原因，因为就是有些观众真的会被痛到，对，但是也不能说错还是对，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民族性的关系，对，所以其实你们愿意把你们就是可能一些台语歌手的一些唱的一些歌曲拿来就是可能做讨论，其实我是很开心的，也很开心，就是这个歌回真的可以吸引到喜欢听台语的你们，真的很开心。其实我都以为他在什么演戏。不知道他是歌手吗？你们可以去听蔡振南，真的很屌，真的很屌。塞啦，一把分有啦，谢谢啦，谢谢有米大夫啦，真感恩罗啦哈。马哥，你要臭我哈，马哥。对，谢谢，然后也谢谢今天送出会集的你们，然后这位是70129，欢迎来听台语歌。对，然后其实猪猪会的台语歌除了二姐之外还有一些，但是今天我们就否二姐的歌单为主哈，下次有机会再来开一个台语的歌会，就是不管是什么歌手都可以唱一轮这样子。好，紧接着我们来准备下一首歌了。今天天气真的变得比较冷一点这首歌很适合今天的氛围哦。好说，我是每次看到马哥就想要马哥不让。蔡振南全方位大佬，真的啊，他的人生历练真的太丰富了，所以他才有办法唱出那些味道这样子。来吧。今天难得连大高雄工业国都可以感受到凉凉的寒意哦，真的是很难得，希望可以继续保持。这首歌就是无烟花，这首歌我记得萧敬腾也翻唱过，非常棒的一首歌。今夜冷风霜雨来陪伴，灯火照影人孤单，寂寞的滋味透心肠，不知当时天才会光。你我哪会这无缘？离开了后，才来思念，亲像一蕊无烟花，点点来开，点点水，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希望。你敢有听见花啥人路途破碎，是啥人的心肝？你敢有听见花啥人路途破碎，是啥人的心肝？いらっしゃい，谢谢你过来听歌，欢迎哦。你我哪会这无缘？离开了后，才来思念，
像一蕊无烟花，点点来开，点点碎，一暝花开的香味，永远满腹的意味。你敢有听见花啥那落土破碎，是啥人的心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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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谢谢你过来听歌。台北有够冷吗？你们要注意保暖哦。同源伊拉塞，请注意保暖啊！是的，是的。如果觉得冷的话，我们这边面线都可以帮你取暖哦，哈。任挑任选啊！谁叫我们这边是歌池？哎，不要误会哦，不是唱歌的歌哦，哥哥的歌。我们这边很多歌，他们都是我的骄傲，知道吗？每一个都是我的骄傲。好，对不起，我明明在唱一首非常非常震惊的歌，怎么不晓得为什么又会歪楼歪到那边去？对不起，不是啦，对，就是我这个不想藏，因为毕竟我就是个重度腐女啊，就我这边很多歌，哥哥的歌，他们非常的成熟，非常的温暖，他们都会自行找老公，你们知道吗？对，把他们训练成这样子了，真的太棒了，这叫做相辅相成的成长，知道吗？对，腐是什么腐？腐女的腐，谢谢大家，哥人们，就是注意身体，我会的，谢谢雷欧哈。猪猪也是妹妹们的骄傲吗？哇，我们彼此都是彼此的骄傲哎，每个哥们都是有温暖的。是的，你突破盲场了。我差点想讲一个有点伪的东西，但想算了。秃球，天再怎么冷，永远都有温暖的地方。真的，真的，你讲得很好，真的，原来这么厉害。我们这边很多哥们啦，对他们都比我厉害，他们真的都比我厉害，什么事情交给他们都很暖。好，对不起，我想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不好意思。好了，我想做的总结就是，谢谢你们成为我的哥们，你们是我的骄傲，你们都很暖，真的，每个都是暖男，好吗？Hello， 无烟花，非常棒的一首歌哈。不要冷，请说出来。你确定你们受的鸟不会退订吗？我怕有人受不了呢。好来。好哦，准备好啊未？后一首歌，这首歌最好听的，但是就歹唱的。来，这个就是我上礼拜在练习的其中一首歌，也就是刚刚有被观众 cue 到的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我不知道唱不唱得好因为上个礼拜五就是临时抱佛脚。OK， 心暖远比身体暖更重要啊，讲得很好了哟。然后考一下，我觉得我要被虐了，请台主念杀人灭口，杀人放火。好，杀人灭口，点杀人灭口，甲杀人放火啊，杀人放火，杀人放火甲杀人灭口，是安尼吗？杀人放火甲杀人灭口是安尼吗？我有念对，我应该有念对吧？歌是歌回，话说迪卡的粉丝名是不是快从面线变成哥们了？都可以，但是证明还是证明真正的证明还是面线，对，但是旁边的括号就是哥儿们，都是一碗一碗的面线，是的，沙林没靠点，是吧？我应该有念对吧？没靠沙都假，他是哈中话难难的说，面线饿了。有点不对，但分出两个词不一样。哦，真的吗？我被夸奖了，谢谢。所以，豺狼棒会嘛，沙林
北靠。好，至少我把那个沙跟那个豺狼有分出来嘛，对不对？等一下，杀人庙口的确是很加酒。哎呦，我真想把昨天晚上的我拉回来。我昨天晚上的我真的是被盗账号哎。后来厂长会那里给枸杞和枸杞在各自一心东都可以，所以依照你心情去唱教。谢谢你大燃烧神教，我也要谢谢上礼拜五帮我纠正就是台语的你各位，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开台的乐趣之一。对对对，就是我们可以去探讨说那个念法还是什么样，因为我也常觉得说我就是一个人的个人事，所以还好有你们的帮助，真的谢谢你们。杀金被 Q 是安内吗？是安内吗？富米杀金被 Q 吗？好难哦。可是至少我有把豺狼噶杀金。まあ我 Q はからな，我 Q はからなくなる。好了，我有点混乱了，我们还是唱歌吧。好啦，有那个网站吼，拄啊好，咱张昂的咧公司的台语台的讲台语啦吼，他们就是在推广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台语的网站，你们都可以去查一下吼。好啦，我先唱歌好啊，无恁继续听我讲台语，恁会中风。我甲你挂保证，一定会中风。我还是唱歌好啊，我还是唱歌好了，我怕你们中风。比尔靠嘛，对不对？但是我想讲的是灭口，不是庙口。那个是歌仔戏的读法。嘿，那个中风，这个丢高。丢高都出来，这不是跟我昨天讲好小一样吗？你讲我好小。昨天真的很欢乐，欢迎大家去补档公视台语台昨天的那个联动哦。来回哪里去？我上礼拜五是用这一版的伴奏吗？我有点忘记了，对不起，你们让我确认一下，我上个礼拜是用哪一版的？我有点忘记了，是这个吗？等一下，有二姐，等一下，二姐不可以，二姐，不可以，二姐。好，我用这一版的好了。你喜欢听猪猪说台语吗？你确定？你确定喜欢？你一定会中风，绝对中风。北靠，果然灭口是北靠嘛，对不对？等一下，可是我觉得我怎么在讲码头啊？码头也是马是北靠，不是吗？算了，先唱歌。花若离去，虽然去，搁开已经无共时。叶若落倒，随不去，搁花已经无共位。阮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愿青春。等一下，不行，不是这一版本，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被这一版本弄到了，不是这一版本，因为他们字出来很慢。再给我一次机会，回哪里可真的不能乱唱，我们再一次会更好的。下一个会更好，我们要相信下一个会更好。回哪里不可以乱唱啊！好，稳了，可以了，稳了。不行，不能讲自己稳，会翻，会砰。好了，这一版才对嘛。花若离去，虽然去，搁开经无共时。叶若落土，随不去，搁花已经无共位。阮你
着声音等春天，不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免孤寂。红花无香味，芳花也无红样时，一间大家双头天。嘛要知影，阮心意，愿将分别交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分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声音等春天，不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免孤寂。红花无香味，芳花也无红样时，一间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分别交予你。寒冬也会变春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分别交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寒冬也会变春天。好哦，灰哪里基超级好听，这首歌好催泪哦，也是非常难唱的歌曲呢，大概那个程度排在那个难唱、很难唱、最难唱，但是那个很难唱的部分吧。这首没碰吗？这首不能碰啦！这首虽然说上个礼拜我临时抱佛脚，但怎么样都不想碰啊！谢谢你们的发机。码头吗？哦，码头是念码头吗？台语好难哦，台语怎么这么难？我昨天晚上绝对是回光返照。好了，会哪里听哦？这样就好听的歌曲，超级好听。好，可以啦，唱得很棒吗？刚问他 Lola 哈，你们知道 Lola 什么意思吗？这个是我也在学台语的时候，就是学到了，就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啊。这也是就是很像也是感谢对方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他有点就是还蛮幽默的用法嘛，但是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俚语，我只是很爱拿出来用，因为觉得很可爱这样。就算是码头也是
没靠吗？哦，真的吗？好难哦。对呀，得啥意思啊？都啦哈，对啊。OK， 喝口水。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上个礼拜五有练习的其中一首。好，来咯。很悲伤的一首歌啊。心胸手乱，聪明的人也会糊涂。哎，等一下，我又放错伴奏了，不是这一版，不可以是这一版，这一版我一定会看眼花。等一下，我们下一个会更好。对，我们换个伴奏，唱的会更好。对，这个才对，这个才对。哦，气死我！为什么我就不能一直维持精明干练？刚刚那个不算。什么叫确定不是老花？没有任何的老花。好，我要来哦，正式哦。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你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为你留予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放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就怎如今变卦？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无，目屎若是流干，甘我会转来你爱我？聪明的人也会糊涂，付出真情换无快乐，变成脚步永远行袂到幸福。为你甘愿献出我的全部，一点一滴无留退路。如今心痛，有啥人陪我渡？我无论风雨搁较艰苦，拢无计较，甘愿永远陪你身边。恁双双对对，甜甜蜜蜜，处处哩哩留予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我也无准备你就来离开，过去的爱放一边，孤单是我最后的行李。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就怎如今变卦？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呢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
拖无目屎，若是流干，敢我会转来你爱我？为何对我这么心胸就热？当初的酒怎如今变寒？目屎若是流干，也求袂转来你疼我。为何对我这么心胸就热？当初的甜蜜如今拖无目屎，若是流干，敢我会转来你爱我？6次的心胸手拉发音都不一样，那也未免也太……其实上礼拜我也在想说，到底是心怀手拉还是心胸手拉？结果最后还是我们就是照原唱唱，对啊，反正就是照原唱唱，对啊，心胸。我一开始以为是心怀手拉，就居然不是，是心胸手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台语歌有一点像演绎的一个风格，就雄就怀可能他们觉得说心怀手拉这样唱起来比较有那种感觉吧。我觉得就雄就怀，就是真的是很下心那种感觉。几乎大部分是模仿的，我大家自己再去听回放啊。对对对，我是不小心又唱成那个怀跟雄中间那个中间值的话，我实在是没办法。但是还是以二姐的心胸手拉为主，反正二姐怎么唱就是先跟着怎么唱这样子。而且有一些其实我觉得地方口音的问题啦，好，而且讲到了台语念法，接下来这首歌是我自己在中午自己加码进去的，因为这首歌也是我自己一直很想练，但是我上个礼拜我来不及念的部分，来不及练啊，说错，来不及练。然后先亮给大家，这首歌我其实一直想练，但是上礼拜我来不及练，因为上礼拜我就想先把那个心狠手辣跟挥拿里基先练起来，所以先把时间弄在这2首。然后异界人生一直想练，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很代表江蕙，而且也是他一首非常经典，也算是非常有年代的歌曲了吧。对，但这首我一直也很想开出来唱，可是他很难练耶，他就是基本上他的歌词跟我们平常在讲的那个台语也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就一直放在很后面，今天早上才开始看一下看能不能唱，但是就是很像，可能没有办法念得很好，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把那个发音念得很好，但是还是想唱看看这样子。这个就算是地方口音的问题嘛，有的用口语，有的用文言读法，所以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台语很困难的地方，因为有时候有些台语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那你就端看说你那个主唱怎么唱，你就去模仿他这样子。台语文心胸手拉，不是心瓜哈抓哈下面形雄哦，对，我以为是心怀手拉，结果不是，二姐就唱心胸手拉，可惜在毛没听到短灯戏，没关系，你可以欢迎补档。加码没有啦，阿月，我还是在20首以内啦，我还是在20首以内，好不好？然后毕业曲吗？异界人生算是毕业曲是吗？有些歌词会故意用文言念法，应该是，不管是哪一个猪老婆唱的都好听嘛。谢谢啦，发泄，谢谢啦。反正唱歌的话随着唱就好了。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也知道自己可能台语不是那么好，甚至就很烂，所以反正就是先模仿再说。等一下不然唱多少你都当做20首，没有啦，我异界人生加进去其实也就18首而已啊，对不对？如果我唱完异界人生还有再加嘛，就不要跟老师讲，不要跟老师讲就好了。来好，我们最后一首江蕙的部分啊，最后一首就是我们的异界人生。然后我先把歌词开出来吼，然后乐队前奏已经响起哦。乐队前奏已经响起，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顶光闪闪烁烁，将啥表示你对阮，将啥表示你对阮的热情。
我觉得乐队跟前奏还有灯光还有掌声都很难念呢，还有歌意。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女生。浮浮沉沉的甲人生，冷冷暖暖都变冷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无心情。然后我以为乐队是什么快乐队，结果不是啊，是拉堆。明明是乐队。音乐堆，好，到底怎么念啊？好难念哦。嘿，加码的就不要写进去。台语运算抓的相当准的，谢谢，多唱多健康这样子嘛。老师正在听，不会啦。老师现在应该是休养中，应该是不会听猪猪啦。现在可以跟你对的话，维牛啊，天外空这首歌很不错嘛。我知道这首歌也是张惠的合唱曲。对唱的话，雄心九点嘛跟施文彬老师的嘛，这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中的经典。不要记单字，要用词来记。我尽量。这首歌也是我觉得咬字很难咬的，我们来唱看看吧。砰了就砰了，砰了就砰了。今天算是临时加码这首歌进去，18首 OK 啦。来，我们把异界人生加进去。古井雅咪咪，哇！你们怎么比我还熟悉这些歌？怎么会这样子？拉堆前奏已经响起，好，来试看看拉堆。乐队节奏已经响起，舞台灯光将啥表示你对阮的热情？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女生。浮浮沉沉的甲人生，冷冷暖暖都变冷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无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总是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这个人心酸的滋味。我觉得这首歌从头虐到尾，做艺人心酸的滋味。我以为是这个人心酸的滋味，不是，是这个人心酸的滋味，是想弄死谁？想弄死谁？气死我！好难唱哦。乐队前奏已经响起，舞台顶光双细细，就是要表示你对我的热情哦。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落台后，只是平凡的女生。浮浮沉沉的甲人生，冷冷暖暖都变冷情。舞台后气死我！舞台后寂无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总是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这个人心酸的滋味。这个人真的是不应该对自己太有自信啊，居然还把异界人生摆进来啊，而且根本就是早上临时抱佛脚，这么难念的咬字。我怎么可能在今天可以完美诠释？对，没错，复仇歌回在唱，把它复仇起来就对了。气死我！怎么会这样？气死我！
浮浮沉沉的改人生，冷冷暖暖多变冷静，有待上灿烂笑容，有待后惜无心情。我对啥又搁嫌弃？心事暂时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心酸的滋味。哦，对，这首歌很棒，这首歌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可以代表一个怎么讲，艺人的生活的一些辛酸苦谈吗之类的。哦，我实在是太生气了，太生气，怎么这么难唱？怎么会这么难唱？喜欢型下面代机了，怎么会这样子？我不应该加进来的吗？不行，我要把它好好的学会，不行。好像没听吉他怪怪的吗？好难哦，嘴，应该是比较接近嘴，可是，这个音，好了，我也算是空耳，你们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原唱，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到底是嘴还是贼，应该是贼，可是我听下来是贼呢。这个人心酸的滋味，台语好难哦，谢谢老乌喵，希望没有让你们听到中风哦。我这个南部猪猪尽量把那个咬字好好的把它诠释了，实在是太悲伤了。最后一首完全翻车，这是一种悲伤，你们知道吗？这真的是一种悲伤。谢谢猪猪带给忧郁啊，不会的，谢谢你们，谢谢塔古玛啊。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我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笑着与你分开，4年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多向往，怎会失去方向？有一种悲伤，留在我过往，无法遗忘。有一种悲伤，是你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给我温暖，却不准我遗忘。
不想要与你分开，4年才背对背张望。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张。好的，有一种悲伤，弥补一下异界人生的悲伤。唱得好烂哦！我的异界人生真的要复仇一下。主要是那个发音我自己不熟练啊，对。但是还是就想要借由二姐歌回来唱一下，对，谢谢。这是今天的第19首哦。19不上不下呢，19不上不下呢。你们知道我要干嘛吗？啊，19首就不上不下呢，我是不是要找一首啊？讲出来了，怎么办？19首就不上不下啊，实在是很不上不下呢。刚刚还没转过来，想说这是哪一国的台语？转一下是国语，对不起，我瞬间切换。对啊，19首呢，我们是不是稍微的？3啦3，老师没有19，我没有破戒。老师说最多是20首，就是我可以再唱到第20首嘛，对不对？没有啦，老师他现在在努力的修养中啦，不会低我台啦，不会吧？不会啦。哀れみをください。落ちた小鳥にそっと触れるような悲しみをください。涙ぐんで見下ろしてかわいそうだと口に出して靴の先でゴラゴしても構わないわ。汚れ出てもいいからと泥だらけの手を取ってね輪になって踊りましょう。目障りなうとむと忘れて食べてしまいましょう。スパイスは耐え難いぐらいがいいわ。ライライライ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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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ライライラララララララ怯えた小鳥はさよならなんで言えなくて愛をこしぐさで黙り込んでつつましいつもりでいた。 Lie lie is a lie not a lie もう辛い散々傷ついて優しい世界に誰だって行きたいわ。一つに溶け出しまいましょう。憎しみも愛情もむしゃむしゃと頬張りしまいましょう。本当の甘い甘い壺の中でライライライ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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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ライライラララララララ曖昧に笑うから会いたいと思うのよ。
心身と悲しみだけが降り積もる願望も開放もただ埋め尽くす絆結んだ遠い春の日の傷跡さえも消えてしまうのやがてキラキラ夢の中閉じてゆく光はあなたに届くはずだから眩しくて涙が止まらないネットがそばにいて泥だらけの手を取って離さないでどうかずっとそばにいて離さないで暗くなるのそばにいて離さないで逃げないわただずっとそばにいて離さないでただずっと愛してる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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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自动播放？啊，我要唱吗？我要唱吗？我要唱吗？Resist me， 为什么最后是这一首？这么难呢 ？I want to hear your voice， 这个够难的，为什么会是 Re-I-N 呢？阿贝出事啦！驾驶钢弹了，阿贝出来驾驶钢弹了，阿贝，怎么会是这首歌？哦。時のことがまだ響く間あなたの言葉胸に閉じ込めた記憶の色が滲み始める破れた世界の隅で何も求めずにただ抱き寄せる对二姐也唱这首今の僕にはそれしかできない震えた強がりでもプライドに見えるはぐれた子供のように最後の声さえも風がさまようせいで消された月に手を向けたまま君は空の星に消えたそばにいたと抱きしめてももう二度と聞こえない君の歌声は降り注いで雨のサイレン僕の代わりに今この空が泣き続ける你们要帮我扛是吗？不是啊，怎么扛？还是我唱啊？有差吗？これまで踏みつけてきた教えを今かき集めこの胸にあってても救い求め歌うようなお勇気に見える物語る大人のように言葉に寄り添うだけのからの愛と導きはいらないか等一下我想不到你给我扛下来你冲到我下点啦明日の手がかりに触れないい
つか君に届くはずの名もなき幼い詩が描くわがままを忘れたいよ一度だけ眠れぬ悲しみがその歌を抱きしめてる哇靠二姐开钢弹哇靠超猛的好不好这个设定是要不要这么猛二姐就是厉害系统表示没有我没有想到那个真的是要自己跳出来我刚刚原本你们已经听到我的 BGM 出来了不是吗是不是二姐拯救世界哇靠二姐直接开钢弹啦二姐退休去开钢弹了其实是这样投げ捨てられる正しさなら消えることない間違いの方がいい臆病に隠してた声を今どの手でもう一度晒せばいい掴むけども咲く光も乾いた心のせいでモノクロに見えた忘れないよ今日の景色をありふれた願いが足元を照らしてくれる二姐是新人类二姐身份肯定不一样看起来不会老我也这么觉得二姐不是封麦其实她是去开钢弹除了希洛以外很少钢弹自主自爆是自爆男之歌哦靠抽到我笑点二姐去开钢弹好了我要把这个自动播放应该是关掉了啦没有了真的我没有要伤害我的喉咙好我们见好就收真的来见好就收啊！好啦，我今天稍微调皮了多了一首，我发誓，自动播放自己跳出来。我实在是这首歌爆干难唱，但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想唱，这不能怪我，要怪我的大脑，我的身体就这样子口前体正直了，不能怪我。这首是二姐的歌，涉猎这么广，懂了。好啦，谢谢你们啦！我哪有坏？那个是自动播放，让我口前体正直了，好不好？我今天真的唱得很开心，我要谢谢你们大家。等一下哦，我先把这个，应该是这样切好了，这样子。ちょっと待って，等我一下哦。我把我的切成原来的那个模式，因为这个滤镜比较吃资源。我的人呢？こちらになります。嗨嗨，みんな，我回来了。然后 OK， 好 ，OK，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啊，感谢好听的歌，我也要谢谢冰华你过来，谢谢你们。所以主张自己要唱，不行，这个就是自动播放都已经跳出来了，感觉不唱，对不起妹。很多理由这样子，所以二姐还有什么打圣杯战争，好酷！下一首将会开 F16V， 好啦，你们真的很会戳我笑点。对我精神来了，我唱完了，精神也来了。这首唱出二姐当初开钢弹时那种心情的感受，真的很棒，我谢谢你们大家哦。要不要用台语念看看？火灾佛玉，千万火灾佛玉。灰仔不有是吗？灰仔不做啊，不灰仔不有吗？我不会念。所以二姐的从者是尼禄是吗？这个很懂。那天二姐去跑什么水星当魔女，你不意外，我也这么觉得。水星的魔女啊，二姐唱祝福这样。昨天台语超标准，我昨天就是回光返照啊！我昨天就回光返照，我觉得我被盗账号，
不要拿着招式的名称，听后钢弹出动这样。因为二姐崩败是拯救宇宙，我也这么觉得。好啦，谢谢你们带给我一个愉快的下午哈，我真的觉得其实应该是你们娱乐我，不是我娱乐你们欸，真的。谢谢大家，真的很感谢很感谢，然后更感谢稍早欧达带领着他的观众们他的朋友们降落，真的很感谢。然后如果透过这次降落然后有认识猪猪的，真的很感谢你们留到现在。然后还有今天就是可能不晓得从哪里，总之愿意留在这边出现的你们也谢谢你们。然后我叫迪卡，就是猪脚的黑的代记哈。谢谢大家，我只开中午台，然后固定基本上就是有时间就是开中午台啦，所以很容易在中下午遇到我这样子。OK， 那今天这些二姐的歌曲也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美好的一个下午啊！終わりました还好没有算是非常翻车的歌回，太好了。对，我今天其实还蛮紧张的，毕竟二姐的歌真的不能乱唱。结果呢 gay 搞加入了异界人生，翻好翻满，你知道吗？阿月，你给我醒醒！阿月，猪猪可以念一首台语诗吗？啊，这个これが読めないわ。无不能之事，无五啊，无五不盖之备，无五不为之力，无五不胜什么勝利？不，違う。それは日本語。無五不朽之精。哈，下回，我唔知呀。哦，气死我！这应该是 Leo 嘛？谢谢你送出了5个汇集，也感谢今天送出汇集的各位大佬们，谢谢你们的绿化啊！我应该没有念对，我应该没有办法念对哦。谢谢，猪猪唱歌很好，谢谢。能每天念猪猪睡前好他嘛，你该醒了。台湾国防部长是江蕙，我的心跟你都在一起，你是我最爱的人。哇，二少，这是本尊出现了。看来这个台语迪卡不会念，下次。我不会念的，台语的无怎么念？不是果吗？事务机又是什么啦？果然你开什么东西啦？什么啦？わからないよ。君たちいい加減にしな。应该是跟迪卡我去看布袋戏，我也想啊，宝贝，但是最近太忙了。好，然后也谢谢财鼠跟我们留到现在，谢谢你们，感谢大家。谢谢雪玲宝贝，谢谢老乌喵，谢谢杰凯，谢谢他哇，谢谢我想不到你给我扛下来啊！谢谢冰华，谢谢刘妈妈，谢谢怀特比哥，谢谢你们大家聚集在这边，然后谢谢大姐经理四无君是吗？然后他可以谢谢，然后谢谢浪雪，你们都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当然要找降落的地点了哈。谢谢公孙呱呱，谢谢你们，然后谢谢卧龙子，谢谢浪波河，谢谢红尘学姐，谢谢24了，谢谢冰华，然后台语哥，谢谢，感谢你不嫌弃，谢谢怀特比哥，谢谢陈峰，谢谢少龙，谢谢贝泰，谢谢老吴喵有看到，谢谢阿元啊，无名 life 官方，谢谢你过来，希望下次还可以看到你哈。然后谢谢福米，谢谢古典小说。然后谢谢水玉，谢谢利息的卡纳，谢谢一下来旅，谢谢70129，谢谢卧龙子，谢谢阿月，谢谢竹子，然后谢谢六，谢谢游戏剧情记录啊，然后宇宙大学环妹，谢谢你培根番茄炒蛋，谢谢，然后大蓝烧神教，谢谢波西米亚，谢谢纯一，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啊，不管送出汇集的还是赞助的都谢谢你们，还有塔马斯，谢谢机器人，感谢你的工作，谢谢默默跟台，谢谢你们大家，感谢。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可以降落的地方吼，而且我们家其实楼上在施工中啊。图娜也谢谢你过来听歌，图娜，谢谢你，图娜是我们的新汇集哈。屏风骤雨四无君喜不得喜。没暖娘啊！谢谢，终于让我有好的下午。不会了，吴喵，我也要谢谢你，好不好？对 ，OK， 可以跟大家一起研究台语，真的是很有趣。台语这个语言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其实我真的觉得台语没有正确答案，它就是就是因为这样啦，所以有各个地方不一样的念法，就是很值得探讨。等一下，我很想把那个 Chrome 的那个关掉了，是不是？把迪卡扛回家好吗？你扛得回家吗？你想不到吧？你扛得回家吗？比较喜欢生命练习生是吗？杰凯，一种文化，真的啊！黑夜也谢谢你哈，谢谢猪猪让你今生不再后悔。你们为什么每次都有办法歪楼歪到那个地方去？超厉害的。等一下，我再把 Chrome 再开起来，因为它现在很像。等一下，它现在不受控制，我再开一次 Chrome 好了。等一下，不受控制的 Chrome。これじゃない。これじゃないわ。これじゃないわ。これはどうする？どうしよう？我刚刚是为什么把 Chrome 关掉了？Chrome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干嘛关掉它？好，然后好的，然后对了，再跟大家预告一下，FF 最近应该抽签的部分是不是最近会公布了，是吗？因为我真的忙到忘记去查，然后只想跟大家讲说，不管有没有抽到，我们的周边其实基本上都在进行中，甚至有些已经完成了。对，所以就是你各位荷包先准备好就对了，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一定有得买，好不好？每天都在看名单公布了没吗？谢谢你们替我就是那个去查，因为有时候会忙到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该查了，但是有时候又被一些事情就是忙过去，然后就忘记了这样子。好，所以就是我们静待我们什么时候公布好了齁。好，那我们先来找一下降落的地点。你丢到 DC 了吗？好 OK， 荷包君未蹲销售OK， 我扛，这样可以吗？我扛 OK。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开始降落到哪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你，是我最爱的人。哇，20号本尊晕眩气场，完全没在跟你客气好。诺诺现在还在我们去找诺诺玩。我最亲爱的妹妹啊，你开得好啊！来，你不要进来，我洗澡你不要进来，我洗澡。你在洗澡？你在洗澡，我当然要进去啊！人有一个在里面。等一下，这个姐姐怪怪的。诺诺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的？2小时之前。好，诺诺我来了。诺诺，我带领着面线们要冲进你们的澡堂。不是，等一下。当没有，他们自己讲，他们怎么在洗澡？而且不是我讲的，我们去冲撞诺诺，我亲爱的诺诺，来，我真的很感谢诺诺在器材设备上面的指导。要是没有他，我有很多东西不会弄啊，我亲爱的妹妹啊，来啦，我来去冲撞一下，亲爱的妹妹啊，冲啊，澡堂，最围的果然是你各位哈。最围的果然是你们呢。好，来我设定一下。好 OK，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好，谢谢你们大家，我切片尾喽，今天真的唱得好开心，谢谢你们。好的，ご覧の通り，好，就像您各位所看到的，这个是猪猪的 3.0 的例会，这个就是那个我们 LF 爸爸号称非常潦草的潦草图，这个我真的是每看必哭泣。对，因为他跟我讲说这个叫潦草图，他跟我讲说这个这么吵，猪猪你真的要给他们看吗？那是不是要叫全世界的会师从那个窗户跳下去？这个叫做潦草。Seven 一来噻，没事 ，Seven 没事的，夜班的你们要睡好睡满，好不好？睡饱一点，可以补档啊，没关系。这个是号称潦草，这个真的爸爸真的是刷新我三观。什么叫潦草？对，这个叫潦草，谢谢大家。每次看每次中风的潦草图，对。好 ，Seven 你乖，没事。我们要降落到诺诺妹妹那边去哈。好啦，总之，崩裂 Hockey 哈，真的是感谢大家。3.0我们确定会在12月25号的情乐酒杂台跟大家见面互动咯，好不好？在那之前 ，LF 爸爸你要坚强的活下去。LF 爸爸每天都在爆肝。
谢谢。然后找不到迪卡的 DC 吗？哦，我先降落过去，然后不好意思，那个我看一下，面线们你们有办法支援吗？还是从我这边贴？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哈。等一下，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好，小听你们先跳的可以先跳哈。看一下哦，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永久的，有点忘记了。但我记得哈，我开我这个看看。不会的，新手也谢谢你们在简介里面。但是啊，说到这个，改版之后我找不到简介在哪里了，所以对不起，我这边好像暂时找不到。就是 YT 它改版，我已经找不到我简介了，我连我自己的简介在哪里都不知道。我的频道不是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不是我的频道啊。好了，那不好意思，我想不到，可能待会我看那个面线支援你一下哈。好，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ののちゃん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诺诺的频道啦，我们过去打个招呼，我最爱的妹妹啊。好啦，5秒之后马上降落。感谢你各位今天的 D 台以及绿化工程师们已经赞助了你各位，我的面线们果然都是我的骄傲啊！拜拜。